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袂停，感觉世态，伊设计出看待，都讲进来要三通叫我出卖，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下的，宝岛风飞，身边只全是一千个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袂停，感觉世态，伊设计出看待，都讲进来要三通叫我出卖，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下的，宝岛风飞，身边只全是一千个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
啊，我刚是又忘记用麦克，我刚又忘记用麦克风，你们等我一下。而且啊，前2天就是有看猪猪的那个配信的，还是 Twitter 的部分，应该知道猪猪很唐突的换那个我们的麦克风悬背了。等我一下，我把它转紧，我先把它转紧一下。它相对我而言非常非常的实用，对，而且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生也可以有办法把它转紧，真是太好了！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啊！欢迎来到猪猪的频道，对，又是一个可以好好畅谈的下午哈。来，等我一下，我把 BGM 开下去。咱的卡架这个 BGM 一定爱吹落去。但是piano 的啦，吼，不是那卡西的。大家午安，什么开场就播？我就只是对忘记开麦克风，我就只是因为在熟悉这个悬臂，然后因为它很漂亮，我多看了它几眼，就忘记开麦克风了。怎样咬我啊？最好是我有办法跟熊搏斗啦。最好是好啦，不得不说，昨天那个悬背啊突然断裂嘛，然后那时候很巧，刚好我是碰到那个就是昨天动漫节的那个连线活动的测试，然后我就是到一半断掉了，我还跟那个小精灵说，不好意思，我现在拿着那个悬背测试一下，他就说哈，我说反正我现在拿着悬背测试一下，那个麦克风可能忽大忽小，不好意思，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搞不搞清楚我的状况，因为可能他那边还蛮吵的。总之我昨天真的是扛着那个很重的悬背跟麦克风，然后跟他做大概半小时的测试，哇靠，我整个肌肉又更发达了，是不是？我的二头肌又更加茁壮了。等一下我的 BGM 会不会太大声？好，你们可以随时帮猪猪确认一下 BGM 跟我的声音还 OK 吗？伊拉塞，欢迎大家。手有腹肌嘛？我的腹肌如果可以跑到手的话，好像还蛮厉害的哎。对，而且中午又回暖了啦。哎呦，我刚又穿的毛衣，现在又回暖了，好热哦。欢迎大家来到猪猪的频道，这里是非常精明干练的猪迪卡，没有错。对，那个刷烹的那个什么的啊，对，那个基本上他们被盗账号了，对，我们怜悯他，我们怀念他。我觉得没有刷烹的，目前很像就只有那只熊，对，这个无任何针对性，我以为还有任何人，我还以为还有其他人刷烹，但是居然没有，可恶！手上有肉会计，我也觉得超猛的。好，声音 OK 了，谢谢他娃娃。然后啊，我跟你们讲，我们最近喜迎一位新任总裁，我们的店先生，他偷偷加入我们的以世族总裁了。谢谢店先生，刚刚在我 setting 的时候，很像有冒出头来一下，但现在这个时间知道大家都很忙，可能用钱下去忙碌之类的，或者教训员工。教训老板，不是，哇，谢谢不嫌弃猪猪的高阶会员料理，还是说这位店先生完全不晓得说高阶会员有什么，只是看到这个最高阶，看到就想加，是这样子的吗？你一定是觉得说，这个600块太贵了，不如加3200，看起来比较划算，一定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数值吧？应该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数字，才迎来了我们新任大佬。谢谢店先生，然后不晓得店先生还有没有在线上哦？那如果说不嫌弃的话，基本上猪猪的高阶会员回馈是有每个月的知名干练的料理，对，就像刚刚我们配信开始之前的那些料理片段，非常的知名干练一样，没有错，67就是48，谢谢。对。所以记得就是不嫌弃的话，可以降落猪猪的 DC， 然后告诉我您的可能不管是黑猫收件地址，还是说是那个全家店到店的收件地址。对，我们这边是可以选择全家或者是黑猫。虽然说最近大家清一色都已经舍弃了黑猫，对，因为可能黑猫太任性了，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而且我觉得大家很贴心，很像为了帮我省运费，所以大家其实基本上90%的总裁们全部都是选全家店到店，
对，我觉得你们好贴心哦。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帮我省运费吧，谢谢啦，谢谢。所以记得要进来猪猪的频道，或者是让我知道我要怎么把我们高阶会员的回馈寄给您哦，好不好？对，感觉店先生应该要下去忙了。对，没有关系，我们这个时间非常非常尊爵不凡的你各位，在过年前非常的忙碌，然后现在这个时间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家又有救护车经过，哦咦，请大家小心。过年之前可能情绪澎湃或者是压力山大什么之类的，请务必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不好？谢谢，我是台湾 V 粉迪卡屯猪鸡，很开心在这个下午跟大家见面哦。好，对，是新任总裁他哇，然后都是大佬，就你不是汤包哥，你是本频道最神秘的大佬，你在那边，所有大佬的联络资讯我这边都有，而且都背下来了，就只有你，我根本不晓得这位汤包哥的这个回馈永远都是赞助再赞助，对，永远摸不着头绪的汤包哥依旧在本频道持续支持，让坡下催泪，好不好？我刚想让汤包哥在听到听到直接关注了吗？胡歌的动物日常，谢谢你过来。说到这个，我真的觉得这次听到我好感动哦，我真的好感动，这次的活动可以迎来这么多支持频道台语歌的大家，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好好聊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谢谢胡哥特别过来，因为我的开台时间基本上是见红就休，晚上又坚持不开台，因为晚上我坚持要陪家人，然后礼拜六日也是，对，所以见红就休，晚上坚持不开台，就是迎来了非常成熟的面线们，有就是你们，对，因为这个时间有办法低台的，就是不是大老板就是总裁，对，不然就是被裁员了，不是。要不然就是主管阶级的之类的啦。你指定的不可以有正常版的吗？很像我送出去的全部都是尬词版的亲爱的趴趴熊，我送出去的全部都是尬词版的应该是这样没错吧？对，小女子照办啊，是不是？我们福利熊福利遵旨，对不对？好。英语大学很累，谢谢你们。还有昨天来到现场连线活动的你们，昨天看到你们真的也很开心。然后就是数学老师哭晕在说：“哎呦，那边哭晕这么多次，不要理他。”很坏吧？哭晕这么多次不重要，这样。然后谁来载你？不要这样，塔瓦你乖。对我们塔瓦依旧是我们年资第一总裁。对，就是对你好好的，对，好好的。在我年资第一，不要乱做傻事，知道吗？然后猪脚台语歌很好听，哇，谢谢你，这位 Lisa， 应该是李先生吧？谢谢你特别过来猪猪频道留言，跟猪猪打气支持，谢谢你们啦！我觉得频道推广台语真的很需要大家的支持，这次秋包可以带着卡甲上舞台，我真的是好开心，好感动。猪没哭晕在厕所的老师对，因为体育老师跟我一样体力很好。有在重训的根本就不怕哭，哭什么哭？哭屁哭！哭完之后自己再起来这样子。不是我们薄荷已经上下也1年了。虽然说有4个月是我们福利熊送福利，但是你也吃了我们的大佬蛋糕了哈！不要在那边给我装死。那回放是不是还开着吗？我回放还开着吗？我回放还开着谢谢。大家不好意思，这个，如果说你是今天第一次低台，你已经见识到了我的知名干练了，不好意思，我们回放好像还开着。我关一下，等我一下，谢谢你们见识到了，就是我们初见如此精明干练的朱迪卡，谢谢。然后这位是秋秋嫂晚霞的蝴蝶先生还是小姐，谢谢你也特别过来。然后好 ，OK， 我应该关起来了。对，总裁裁员的裁，不然就是心偷。对，职业心偷们，就迫害卖场什么的有正常版的，迫害卖场好像其实有迫害卖场其实是有正常版的，可是只限于好像没有正常版的，对。因为现在就连 B 婆婆们也都是尬词版的，我是不是要再另外开一个正常版的给你们玩啦？可以啦，可以。对，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应该是有时间还要去健身看那个糟糕，那个字怎么念？那个二头肌，对，那个二头肌很重要，对。而且我最近真的忙到有一阵子没有回去找教练上教练课了，我真的要好好规划教练课了，差不多了，该了。当我觉得我该回去重举的时候，当我觉得我该回去练拳的时候，当我觉得我该好好的把我的拳击技巧再次精进的时候，已经要过年了，花了
不上不下就是可能明后天想回去正式来重训或者是练拳一下，然后教练他也说没关系，猪猪等你忙完不要急，对，因为教练他也知道说我是超级对忙到就是猪都没比我忙的状况下，好，差不多要回去了，教练，然后就猪没关系，要过年了。小经理来赛，小经理你不要学坏，小经理你要上的是精明概念，知道吗？夯金马桑把你的草字头剪掉，草字头给它嘎掉，知不？让你变成时空旅人的话，记得重新整理一下就会正常的吗？不好意思，对，刚刚如果有些微的时空旅人的这个状况，请欢迎就是请务必一定要在我们 F5 以下，好不好？有没上一拉赛？没直播不懂就问，回放是预设开着吗？对，回放是预设一直开着。我如果没有特别去关的话，它就是一直开着。而且现在的后台啊，它的回放很坏。以前的回放啊，就是在改版之前，它的回放都会在主页面，就是我不用往下滑就可以把它关掉。然后现在就是我就是很像它改版的后台不一样了，然后那个后台一定要就是你滚你的那个滑鼠的轮子滚下去，才看得到要关回放。就是每次我没有滚下去，我就会忘记，就会这样子。丽亚伊拉夏，欢迎来到猪猪频道。对，就不知道结束之后才知道主播吗？谢谢你，秋秋桑，以后叫你秋秋桑可以吗？对，因为我其实开台的时间真的也很边缘啦，晚上基本上是不开台的。对，就为了身体健康，而且坚持陪家人的状况下，对，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中下午的一个该怎么讲，公务员的形式在开台，已经4年多了吧。对，所以这次我真的好开心，谢谢公事爸爸把猪猪带到去不把猪猪带到日本。对，我真的觉得这一次好多的感谢，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自由加入可以选，但这次菜单好玩就对。可是我跟你们讲，我这次挑选的 B 朋友们，他们的抗性极高的，他们每个都说哇，谢谢大佬加嘛，我们的高阶会员回馈，请问是那个嘎子版的吗？猪猪我要加辣椒的我就好，没错，是有辣的啊，猪猪我可以尝试比较辛辣的吗？有青花椒都有对，我只能说谢谢，就是我们 B 朋友们很像基本上没有在怕的，反而很期待就是很辛辣的东西这样子。对，谢谢福利小福利小福利，我求福利 Happy 啊，你拿我没辙，对，你拿我也没辙，耶、最后做个什么新春圣诞树3组，那新春圣诞树3组是什么东西？然后追下聊天室啊，妹布爸爸一拉下，妹布爸爸现在也也就是说，其实妹布爸爸的那个高阶会员回馈，这次有在我们尾牙的抽奖抽到是托他娃娃的福，谢谢我他娃娃走财的加码啊，妹布爸爸真的很开心然后妹布爸爸的档期是安排在3月份，也就是我们非常台味爆表的槟榔造型点心，好不好？可以期待一下。而且这次好多 B 朋友选槟榔造型点心大家真的都很捧场。我觉得是一半一半啦，就是一半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嘛青花椒香菜芋头塔，基本上该出的都出去了，然后另外一半没想到就是我们台味爆表槟榔造型点心也深受 B 朋友喜欢好期待哦。对，他们反正跃跃欲试，真的就是就很健康，每个那个部位肉质都不错。我是尽可能的让自己生活健康，才能陪大家长长久久啦。对，不过从去年10月开始，我一直回不去的重训课，还有那个拳击课该回去了。觉得该回去的时候花了发，又要过年了，一直回不去。时间好难定夺救命！对，不过不回去不行了，我觉得持续要动，持续就是要运动。对，尤其是久坐这种工作，真的腰酸啊，这样就腰膝围，还是要起来动。对你各位，现在这个文明病啊，久坐，大家注意自己身体。对，确定拿我没辙？对，没辙。应该是没辙，还能怎样惩戒我？你还能怎样惩戒我？应该是没有东西可以惩戒我了，不是吗？然后，而且你们很屌就是去年你们记不记得你们在那个绿界的部分完全丢爆了，完全30丢爆，有没有？你们现在只差12就丢爆了。你们那个谁要不要考虑一下那个整年度？我们高阶会员整年度那个45600块，对，让你们加成一个456块的这个回馈年度，好不好？大佬的币值，对我们发年终，或许可以考虑一下，谢谢大家。
反正只差12万了，你不要补一下？感谢你们去年，感谢你们帮我财库补满，好不好？然后那个都要被对折了，我真的很想直接对折你们真的是超皮。超皮，就大家都上一拉塞，然后高志老师昨天见到你也很开心的，我们高志老师就昨天也是帅气的皮衣亮相登场，陈恩以拉塞，这就会自己折磨自己，没错，没有错，你们看看我这次秋不奥为什么喘成猪，对自己弄死自己，这个就是我今天后日谈也是想跟大家聊到的很有趣的一点，来好，我先喝个水。好，等我一下哈 ，OK。然后，总之谢谢大家来到猪猪的频道去年的下半年呢，基本上完完全全是没有办法好好持续开台的状况下，那在我们专辑去年底忙完之后，然后接下来又是我们1月7号的4周年的 showcase 我们的工地秀真的是台到爆，如果没有去补档的，或者是您是因为就是去认识猪猪的，都非常欢迎你们一定要去补档。猪猪频道的4周年 3D 虽然说是 showcase， 但是我称之为工地秀，它真的很台，对，我是完完全全把台湾的很多文化细节塞进去了，对，本频道致力于推广台湾文化，对，所以这条路基本上我算是走得很幸运啊，对，因为我自己也知道说可能在这条路上在 B 圈其实比较多算是日系文化的受众，我自己也是因为我的大学就是选读日文科系，因为我好喜欢日本的 ACG 动画漫画，所以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漫画家，也是受了就是日本文化的影响，对，然后到了长大我才发现台湾的文化其实我们不能跟自己的文化背道而驰，所以当我成人为 B 的时候，我才决定要把最台的迪卡 NC 嘎嘎基德亚挂在我身上，因为我是台湾 B 吃的。对，那一开始其实也不晓得说会有什么样的观众愿意过来，也不晓得自己可以经营多久。不过不知不觉，我们在4周年的时候迎来好多里程碑。我们出了第1张台语专辑，我们获得了全球音乐奖的肯定。我们整张专辑是获得全球音乐奖国际性的肯定之外，我还带着卡夹上了Tube Out，我还好多的里程碑都是在这个4周年前后对啊，我觉得我觉得一路走来真的好不可思议哦。推广台湾文化其实在这条路上比较受众稍微的比较可能不是那么多，对，所以我才觉得我真的是万分幸运的一只猪。长官的是什么 ？DI 等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很像是可以长官，你那个象形文字让我觉得是囤积，应该是囤积吧。就大肉沙，谢谢你加入第28个月猪仔专员。这么冷的天气，猪脚应该在家里煮的。我没有假头啊！うさぎなんて食べたことがない哈。我没有鸡。现在猪猪忙到不知道是世间对，问世间猪是何物？直叫人猪什么？直叫人猪是会社。对啦，去年忙成那样子，我都不知道我回不回得来，但是现在我真的回来了，然后也觉得该回来重训了，但是已经要过年了，好像也没得重训了，花了发。在早去找不要对啊，葡萄干不是，我不是已经有一颗生日蛋糕了吗？是想要再惩戒我，是不是？是想要再惩戒我？其实我还蛮想把那个巧克力猪脚放上我的那个生日蛋糕的，别来插豆吧，再来赌啊！反正要玩就玩最大，这是指令。下个属手是什么？什么是属手？福利熊什么是属手？然后牛妈是被75C 骗过来的吗？我75C 投手武器啊，牛妈，你说我是不是75C 投手武器？我的那个3D 又大又晃的那个神官帽啊，我知道大家都说很大，对，但是呢，我们大的是神官帽，晃的也是神官帽，然后至于那个被蒙蔽双眼的那些东西，那个也是75C 投手武器，知道吗？
然后对，承恩4周年了，一转眼就是觉得自己一直都是很边缘的 VTuber， 但是却也4周年了，然后很多很多贵人愿意帮助猪猪在这条路上，我觉得好开心哦！你们也是我的大贵人，虽然很爱欺负我，很爱欺负我。神域伊拉夏，谢谢你们。然后葡萄干是やめてくださいこれやめてくださいこれ怖い水灵宝贝，水灵宝贝，我的友军不是你吗？これやめとこう，やめてください，これいや我没有吃兔兔，2年过了还在，对，为什么2年过了还在吃兔兔啦？3721伊拉赛，第一次看到那个猪猪的台就觉得猪猪圈。西之裤不是我愿意穿的，是爸爸赐给我的。再出一张专辑吗？武谦老师，那个需要就是资本主义的力量，一张专辑是很贵的。你看我们这次的募资好不好？真的是好险好险，有大家肯支持，还有我们文化部爸爸肯砸130万下来给我们做专辑，然后还加上大家就是愿意在我们的挖贝平台投入破100万。对，真的是投入破100万的募资额，然后总额加起来230几万的这个金额，我们才有办法做出一张专辑跟3D showcase 哦。但是我们的内容其实塞得很满的，对，我们就是能够回馈的尽量回馈。就除了把内容塞满之外，我们团队还居然在半年以内把专辑生出来了，把 showcase 生出来了，回馈品也到你们手上了，肝都没了。对啊，因为我们就是觉得。拿到钱就要快点做事情，不可以给人家水，不可以给人家就浪费时间。过年回来重训吃饱才力气运动，也是啦。不过我其实在家现在饮食控管也已经很习惯，饮食清淡嘛，或者时不时就深蹲一下啦。对啊，我一日不深蹲，面目可憎哈。胸前远远的是胸肌，对，那是我的胸大肌牛吗？你们要看3D showcase好心寒吗？我童叟无欺牛吗？但是我知道有人跟我讲说那个75G， 那个死字有说只能谐音是不是？好的福利手，现在这就是脑旁，没有，那个是我有穿泳衣。吴谦老师你要去了，要继续写词。我觉得我们先好好的把这一张专辑推到一个高度，对不对？因为这张专辑毕竟才刚出不久，我们持续推广下去，就像这张专辑的卡价，我们站上 Triple O， 然后我真的收到了很多很多很棒的回馈，然后还有就是很多观众愿意到我们的原创曲的底下再把很多很多的心得分享给我，其实那个真的是超级超级感动哎！这不是我认识的75C， 是全面一手奖，有不对，我不能成为让你们一手掌握的女人，我要成为让你们一手无法掌握的女人，像风一样的女子。有没有看到我的房间虽然说是隐秘式的，但是香菜还在飘啊飘啊？没错，我就是那个像风一样的女子，你们一手无法掌握。看看我精明干练的脸庞，我喝口水，谢谢。对，因为不行啊，葡萄干跟凤梨馅好可怕，尤其是成群结队的葡萄干太可怕了，葡萄干散入觉得太可怕了，やめてください。是小天劝酒约酒，对，对不起，我早上又手癌了，我喝了几杯吗？对不起，不会喝酒。谢谢你们都有看哦，谢谢你们，谢谢。就是我把歌都上 PV 的计划吗？我觉得慢慢来，对，因为很像目前很像 PV 的预算，很像没办法再上去耶，因为我们真的把这次募资的回馈都做好做满了，然后不管是 3D showcase 还是我们专辑，很多我们都基本上就是对啊，我们真完完全全是非常真材实料的回馈给大家，所以 PV 现在很像要多的预算的话，好谢谢，就是欢迎大家像那个投满绿界，我们尽可能把 PV 生出来。不过 PV 现在很像对 PV 的预算很像目前还蛮吃紧的啦，对，所以现在我们就算是比较保守的，就看像是如果今年我们那个金米奖
当然我们第4届我们姐妹要确定要续办的状况下，那我也在思考说呢，我们可能就是要有一手可以参加比赛的 PB 的状况下，但是其他手可能还是要靠各位大德就是多多支持本频道啦，对，有一些金流我们才有办法再持续把所有的 PB 都上去，不管是曲会的委托还是各方面吧，就是对 PB 制作什么的。谢谢两位老师，大会报告，目前猪公已破掉，无法修护。对，因为我们做的内容实在是太紧实了啦。对，就是我们真的是太诚实了吧，就大家所赞助的东西都完完全全就是燃烧到底的回馈给大家，所以可以发现，其实我们的专辑内容还有我们的3D showcase 内容是非常非常紧实的。对，完全就是不想水大家时间，我们就很多重点都塞进去，然后很多燃烧经费，没有错。大宝老师，我们猪公完全就破掉。对，所以想要 PV 的部分，就是欢迎大家就是不嫌弃的话，对，多多赞助，用金流哈。用金流多多赞助，就是你的推的频道这样子。怎么只看到 PO 啦？就是膜拜哦，追声大概也拉下，追声大概也越来越皮哦。像风一样，女人科学证实在时速60公里的车上把手伸出窗。等一下，牛妈，你为什么会知道这种奇奇怪怪冷知识？我的后面是吴思颖老师，这些有资源还想跑吗？我记得他们依旧是我的友军，他们只是卧底，哎呦，他们只是卧底啦，放心啦，这是 PV 预算比较刺激，没些人知道，所以我才说，大家如果不嫌弃的话，如果年终发了不嫌弃的话，然后还想看到本频道我们的原创曲有更多的 PV 产出的话，不嫌弃的话可以支持一下主播，然后我们一定会把更棒的 PV 呈现给大家。对，不嫌弃的话可以用你们的年终支持一下。对你们的推或者是直接就是可能半年1年的高阶会员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好不好？谢谢你们。要把猪脚打开会有钱掉出来，破掉了啦，猪公都破掉了。对，看看我们这次3D showcase 各方面还有回馈品，还有一些我们的专辑，主要是专辑真的做得很紧实哦，紧实到你看我们都受到了全球音乐奖的肯定了，你说不紧实吗？盛仔伊拉塞初见安安，盛仔卡兹瓦这一代卡兹确实有点碎掉，对，破掉了。而且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新衣装的部分在跑哦，所以各式各样其实又是很多的一些金流啦。对，所以我们才不敢斗胆的，就是把所有 PB 都做下去。因为接下来我们希望3D showcase 之后，我们还有新衣装要给大家2026年的新样貌，这些全部都是非常大笔的金流这样子。然后猪脚不是一种存钱筒吗？啊，对，但是敲破了，敲碎了。对，高瓦塞伊拉塞，吴老师该指定什么？该指定什么东西啦？实体专辑这个啊，对，谢谢两飞老师，谢谢我们那个非常谦虚的，然后常说自己是打杂的，但是一手包办的制作人两飞老师哦。大宝老师这边其实基本上也已经在着手我们实体专辑的部分了，实体专辑的部分也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未来我们会开启预购，对，然后基本上没有意外的话，我们会想说大概4、5月，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所谓的图样啦，让大家知道说我们里面到底啊，谢谢长官，趁现在年终还没被带错发现，谢谢我们长官真的吹了气啊！长官，你为什么最近的那个变成漏字头的长官？可是为什么三枪你工作啊？三枪你干嘛不工作？三枪。感谢长官斗内给 Dika 工作了，足迹了5300元。趁现在年终还没被太座发现，谢谢长官。那字卡的部分，你们等我一下，我把它弄成垂直的好了。等我一下哦。谢谢长官的斗内，感谢。今天就刚下刚温呢。好，等我一下哦。感谢你，感谢！开始帮猪猪补财库的你们都好棒。我看一下哦。好，我改一下，我们垂直，让它垂直，让它直，
它直了吗？好，直了，谢谢。而且那个对，还有那个葛莱美三将是葛莱美，虽然说现在离我们还很远的这个状况下，葛莱美三将不知道是谁斗内的，谢谢你们，应该是有参与那个 Chuba 奥的朋友，对，同盟军收到然后没错，猪猪老师，等一下，你们现在是叠对叠是不是啦？他哇，谁爸爸伊拉下来，我们的黄金大佬，不知道食材可以到 DC 询问吗？什么啦？什么食材不要？好可怕！对，大家就是我们今年4、5月的实体专辑一定要支持起来哦，这个真的很重要。对，因为做一张专辑成本超级高，光是做一首原创曲，其实我们就非常的不水了。对，不水到整张专辑出来，其实是非常非常烧的。对，那也希望大家用实际的行动支持你的主播，特别是原创曲的推广，真的不容易。谢谢我们长官，直接5300吹了起啊！谢谢长官。被断四肢的你，好不容易长出来了，会不会这一笔抖内过来之后，你又回去被断四肢？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有3哥后勤，好不好？我们3哥后勤不止断脚，他现在应该连断手都有办法支援了，好不好？谢谢长官啊，谢谢你们，谢谢。什么长官好老哦？对，那个老要加一个人字旁，你这已经变成那个保险费、安心班费、下学期注册费，没有错，我懂，牛妈，好不好？对，有家人要照顾你们也都辛苦了。今年没有年终，但是你有很多黄金 saver， 好不好？哦，没有领过任何一次年终。对，我们实体专辑其实我们实体专辑也是有纳入那个去年我们的DLB 的专辑的募资专案里面。对，那基本上我们实体专辑在4、5月就是让大家亮相，然后可以摸到收到的状况下，我们也会请由应该也是伊藤先生替我们出货，就是我们比较高额的那些赞助套组里面都有含我们实体专辑，你们就不用特别再买。对，然后但是如果当下就是说已经量力而为的状况下，可能还没有买到实体专辑套组的，你各位也不要紧，我们实体专辑未来是会有单卖的状况，请大家支持起来，一次买个10套10万不可能，一次买个10套或者100套也是非常欢迎的，好不好？对，好，长官们一个人买10张，对，谢谢燃烧神教。我们出专辑就最需要大家这样子狂买就对了。年终这什么可以吃吗？好，没有问题，谢谢大家。不管有没有年终啦，2025年谢谢大家的照顾，2026大家2026对大家2026还是要一起持续的一马当先，冲哦，好不好？对 ，KKBOX， 好，我喝口水。好。谢谢你们，谢谢，好多。然后等一下哦，我切一下聊天室的部分。好，没有 CD 播放器也会买吗？谢谢啦。那个 CD 播放器，有内涵套组的部分，我们也会一起在那个就是在我们实体专辑发售的时候，我们 CD 播放器也是才会成型，然后一组寄给就是当初有参与比较高额募资的大佬。对，这个部分也是有个一私讯给那群就是参加我们这一次比较高额的套组的大佬们，真的谢谢你们大家。对啊，所以我觉得台语专辑的制作，其实之前有跟大家聊到，其实是比华语歌曲还要再难上非常多。应该说华语的专辑制作其实也是困难啦，对，因为专辑制作没有不困难的，但是我们台语专辑困难在说我们还有一些台文的校正，然后台文校正你光是那个音念对还不一定是正确的，应该说你要字念对之外，你还要歌好听，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欸。对啊，因为台语里面存在的就是说，你今天这个台语的调性放进歌词里面，你那个调性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对，所以很屌的台语歌的这个部分是让评审老师他们不用看歌词也听得懂你在唱什么。对，那国语歌不一样啊，国语歌可能你把歌词放进去，但是你那些音想怎么转都没关系，好听就好。但台语歌不行，台语歌就是有一些学者他们会很 care。金马跟金马，这个就是很棒的一个例子。金马是什么意思？金马，我金马巴肚就腰诶，我金马巴肚就腰。我现在肚子很饿，
对。但是如果你在你的歌词里面把金马唱成金马，就会变成螃蟹。就是我的台语专辑里面这首紫色的紫就有体现这个问题啊。金马的我早就已经离开，我那时候很努力的唱金马，不能唱成金马，金马就变成什么螃蟹。结果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是一直要反复的确定说我有没有唱成螃蟹。对啦，没有错哦，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也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但是你要实际去举的话，其实有很多台语的经典老歌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对，这个是当初hin春那总裁还有悟仙老师希望就是在我们比较近代啦，最近我们如果有产出台语歌的这个部分，这些学者希望我们可以去重视的这个问题。对，你知道你把 V 凤凰的破坏名单交出来啊？什么？你把破坏什么破坏名单竟然多说一下，什么东西？等一下，对啊，我总是要让我们福利熊知道说，我今天就是送了哪位嘛，毕竟福利熊福利啊。对啊，我总是要让最大的金主知道我今天到底是迫害了谁，而且这位迫害者非常的确要可以收到这个迫害料理。就是我们三观非常的相似，对，我们三观正，对，就跟我一样，好不好？相似哦，凶西什么戏，对，什么之类的，对，小欧经理诸如此类的。金马不昂好哦，金马不昂，金马不昂，对，就不一样啊。这个螃蟹不昂，还有我现在不昂就不一样，对不对？哦，对，好想吃螃蟹，主场变成那种昂金逼哥哦，这样就喝起来，螃蟹要离开了横着走。对，就是有诸如此类的状况，对，所以就是在制作台语专辑，其实对我们而言是难度又更高的，但是我们居然在半年以内把它产出了，你看多可怕！对，而且这次带着卡加，可以，我觉得一切从去日本出差的那一刻起，我都还是会觉得如梦似幻我真的好感谢文文哦，对，因为文文他其实在去年很早就已经跟猪猪讲这件事情了。其实这一件合作案，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在瞧了，对。但是毕竟是国际性的合作案，而且又跟这么大的 Hololive 的阿兹基萨，真的哦，我现在想起来好想哭，我干啊！萨瓦口是我们的双子。你好美哦！昨天见到你，真的觉得好开心。双子，谢谢你来到昨天的连线现场，我可以在线下见到你本人，真的很开心。对，然后也谢谢你之前跟我分享的心路历程，然后恭喜你活成了你自己最满意的样子，好不好？谢谢你。对，所以其实我记得好像去年已经其实8、9月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依稀跟我透露说有类似之类的合作，他们希望可以促成，然后他说有进一步消息会在努力的就是跟我同步更新这样子，所以他们真的很努力的促成了就是这一次的一个大型的合作案。对，那其实这次大家都很辛苦，因为其实我们在去的当天，我们大家全体都还不知道要录些什么东西很奇妙对吧？就是说可能歌曲已经先定好了，对，但是因为就是当中有一些国际性的一些东西可能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怎么讲，我应该怎么去说明比较好？总之以国际情况来讲，有些东西能讲，有些东西不能讲，对，那我就可能比较轻描淡写带过的这个状况下，所以我们只知道说我们要唱什么歌，可是当下其实我身而为开场嘉宾，还有其他可能主要演唱的来宾的部分，我们当下其实也是努力的在思考说我们要讲些什么 NC 的部分，我们要怎么跟大家互动，然后还有就是说我是开场嘉宾的部分，我应该要炒热气氛的部分，我应该要一镜到底的部分，其实我能够讲什么不能讲什么也是当天才蕊，当天蕊还得要马上口译成日文，对，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其实在去日本的当下非常非常的绞尽脑汁，所以不管是霹雳公视还是日方，我们努力的在洽谈，
很多很多三方的一些希望。把这次的表演可以做到最完美最完美这样子，没看到猪猪朋友都称他猪猪很会唱吗？谢谢，我这么边缘的我这次真的运气很好很好，可以有这个 Triple O 的机会，这是算是5方的合作吗？1、2，对，真的耶，什么都是很棒，我觉得鸡皮概念啦。虽然说我产成猪，对，为什么产成猪？你们应该都有猜到了啦，对，因为很多东西我就是太过于刁钻自己，对，导演都跟我讲说可以了，但是我就是一直努力的说不行，我觉得不行，我还要再打掉重练。那时候你知道大概有谁想说怎么都，对，我知道，因为我有问文文说，文文怎么办？我们这时候出差。可是其他 V 朋友也是一直也是一定就是会出差，会分享说啊，我们出差了，我们在日本工作，那大家一定会猜到吧？然后我们就说没关系，猪猪你也可以分享在日本出差，但是不要说什么活动就好了，就让大家猜这样子。对，幸福伊拉塞，写吉到伊拉塞，然后累累病伊拉塞，中文登上去8舞台真的超惊喜，太神了！我也觉得我真的很感谢公司给猪猪这个机会，对啊，所以就是。再加上刚好猪猪本身很喜欢说日文啊，对，虽然讲我台语袂认得，不过日语嘛是淡薄也样讲啦吼。因为其实我以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的阅读能力很差，就跟你们知道的，我的数理能力也很差，阅读能力也很差，常常看反字，要不然就常常就是叫错你们的名字，你们也知道嘛。对，但是因为我知道我阅读能力很差，所以我很多东西我喜欢直接讲，直接用讲的较紧啦。对，所以其实我。在大学时代或者我在学习日文的过程中，我就是不断的努力讲，所以要上台报告的时候，我就是很讨厌收集那些什么有的没的东西。可是我的组员都很爱跟我一组，猪猪这次跟我一组啊，猪猪拜托上台报告一下。对，因为很多都是比较 I 的人啦，所以大一人我是觉得还蛮有红利的。所谓红利就是我可能就是省去了收集资料，我只要上台报告就好了。因为很多人其实不太敢上台报告，或者是是日文科系，但是又不好意思讲日文之类的，因为还蛮多朋友是这样的。对，所以其实我在求学过程中，反而是很习惯去第一线去传达我要讲些什么东西，所以我自己很享受，可能站在舞台上去传达、去表演这件事情。然后这些看起来真的是爆满。对，真的我知道，就挤成沙丁鱼这样子，剧报真的很赞，对，谢谢啦，谢谢幸福，就是因为这样，我知道我是开场嘉宾，我要好好的主持，然后我一直在思考说我要怎么讲，然后我希望我可以中日台语都留下来，就是我真的很开心，我可以在免费观看的那一趴，是不是现在还留在那个 YT 的回放区？这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说我说了台语，我唱了台语歌，在 YT 上面留下这个秋包的开场的记录，好像是可以回放的吧？对，所以就是我有很多很感动、很激动的情绪，是在于说我在这个舞台上，我把这一首台语歌卡架传达了给大家，不管是台湾的大家还是日本的大家，然后。在台上第一句炸出台语的这个回放是有留在 Triple O 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对，免费观看有完整的猪猪，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对，因为这一趟过去大家都辛苦了齁，因为现场我们才知道有什么要讲，有什么不能讲嘛，然后还有一些节目上面要怎么做才流畅。我身而为可能开场嘉宾兼主持的这个部分，我尽量长话短说，就是把气氛炒热之后，快点把棒次交给我们主要的，不管是兰兰还是蒂儿，还是我们的阿兹基桑，对于他们才是最重要的。对，所以开场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因为我们在很早就已经决定歌曲了齁，所以我知道也是有面先询问说啊，猪猪75C 这么燃，或者是天蓬这么电，怎么没有选？只是其实很单纯，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8、9月就决定歌曲咯，很早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毫不加思索的一定就是卡加了。
对，毕竟可能也算是感谢公视给猪猪有这个机会，那公视也希望说是带着卡甲过去球宝上面做一个开场。那另外一首日文歌，其实是因为毕竟是台日交流，那我想应该也是要留一首日文歌，让日方算是有一种交流的感觉。对，所以我们才挑了一首台语，一首日文歌，而且一定要是炒热气氛的那些歌曲这样子。哦，今天已经开麦回放券已经可以回放了，是不是？泽野谢谢伊拉塞，对，谢谢。听到卡甲的时候很感动，毕竟这方面可能你比我还，你是说台语的部分是不是？我真的是台语，其实我觉得做了一张专辑，我还是一个新手啦。对，那么我们在日本出差的时候已经好，当天真的是。整整忙了2天，真的完全不停歇，大家真的都非常辛苦。那知道说要讲什么了，要唱什么了，要跟大家算是要怎么跑一些哪一趴要干嘛的这个状况下呢，接下来就彩排嘛。然后彩排1次、2次、3次，我每一次基本上就是当做正式在用，当做正式在跑。跑完1次不满意，第2次，然后跟导演聊一下。好，这边可以改，那边可以改。好，我们继续录。到了第3次录完之后，导演就出来come back this， 可以了 ，come back this， 很棒了。然后我就跟导演讲说，いや、まだもっといい言い方があるのかな、今考えてるけど、もう一度やり直します。もう一度やり直してもいいですか？就是跟他讲说，不是，我觉得我应该有更好的讲法，我可以再一次吗？然后导演就，もちろんです。对，他应该很像也是看我就是很坚定说再一次，我说好再一次。然后第4次跑完不对继续跟导演要求再一次不对，这不是我要的，对，自己在弄自己，你知道吗？然后等到确定可以 OK 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已经唱了大概全心全意唱了大概已经10来首歌了吧，已经10来首歌的分量了。对，所以可能看我喘成猪，我觉得这才是我要的一个现场临场的表演啊！对，因为我觉得大家花票钱过来后，其实基本上虽然说只是开场嘉宾，就1、2首歌可能就唱一唱就走了，可是我觉得尊重大家花的那个钱，因为其实票价真的也不是很便宜的状况下，我觉得必须要把专业的那一面倾注全部的专业，然后献到你们手上。对，就是任何的，希望五感都可以让你们感受到说这个开场不能随随便便，对，所以才把自己弄得喘成猪，也希望我可以交出一个漂亮的成绩单啦。对，所以完全就是在彩排的时候，我已经把所有的东西当作是正式来预演的这个状况下，正式来 OK， 非常的满意，对。我也喘成猪了，但是我觉得完全燃烧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对，这就是我要的很临场的开场。对，现场就是要这么临场的开场。对，喘成猪没关系，你们觉得好听才重要，你们觉得开心，你们觉得很嗨才是最重要的。对，8、9月的时候知道，对，卡甲跟祝山没有错，长官，谢谢汤姆先生，谢谢汤姆先生帮猪猪编辑的这个可以置顶上去一下，然后。好，感谢你们可以继续潜水挂台吼，然后不然突然想到陈耀长跟那首歌是三猪猪毕生第一首对，没有错他啊，因为我其实很少 cover 曲，我很少做 cover， 是因为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满满的台魂啊，对，太台了，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踏入这个圈子，我就希望说能够经营更多的台湾文化的东西，对，所以其实我第一首 cover 曲，我记得很像也是那时候踏进来，很像有类似歌唱比赛叫什么情歌清唱，是不是？我有点忘了，因为历史悠久了。然后那时候有很幸运有得名嘛，然后得名的状况下，然后很像有主办单位有赞助那个什么 cover 的什么奖品，对，然后那个也是我想说太好了，有这个奖品，我快来录一下就录了残响散歌，对，这也算是我在这个频道的很像是自己主动做的 cover 曲，就只有这一首的样子，是不是？卡甲真的超级感动，台语跟台湾文化能够推广给不同的国家谢谢你们有感受到我想推广的东西，在思考是不是要改成获奖的台语专辑没关系，汤姆先生，我们目标
今年的金曲奖看有没有办法入围走个红毯。我们去年已经走到了走中奖的红毯咯，我们今年看有没有办法走一下金曲奖红毯。谢谢汤姆先生，佩佩鱼免去现场跟线上表演，猪，谢谢你，谢谢佩佩鱼。这一角度也很感谢你有这么实力歌手这样。哎呦，武谦老师，你突然这么的客气，被盗账号，谢谢啦。我觉得到了 B 圈这里，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发挥所有的兴趣。对，唱歌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兴趣。我没想到有机会，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现场表演的猪，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很强烈的表演的欲望带上这个去奥现场，真的很爽快。我只能说爽快2个字，超爽。对，所以我觉得现场就是要这么燃，对，就是要这么样的炸。对，在那天在台下本来想一旦把衣服脱下来登场形式不是你想那样子最没脱，没关系。神语因为那天真的大家非常的踊跃参与，这次去包真的很棒，真的很谢谢大家。边看太太说我写的歌词给我这个棒谢谢啦，谢谢武谦老师跟吴昕老师合体写的这首歌真的很棒。就这次推广的效果超级棒吗？希望有到你们要的效果。对，觉得很厉害，不只是第一首 cover 曲，连出道前的时候练歌影片真的假的啦他啊，我出道前的练歌影片有人现在过去留言吗？不需要啦，黑历史哦。不客气，目前唯一的功能，不别这么说，愿意过来看台珠就很开心了齁别这么说谢谢你们。对所以就是到了日本那边，我们其实第一天我反而觉得就很好笑，因为我们出差2天都是要过去可能忙一些去报的事情嘛。那么第一天的状况下我想一下，第一天就觉得说把自己可能歌曲的部分稍微做个洽谈，然后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些表演的研究，就觉得就结束了，就觉得好像也还好。对，但是第二天最吃紧的是第二天，真的是从早一路忙到晚上。我记得哇，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有大家一起聚餐完，其实我记得好像11、2点了吧。对，而且我其实自己很喜欢在日本街头散步，但是你知道就是孤零零的一个女子，然后我们就是可能最后就是大家吃个饭，我吃卡泰萨妈的那个饭局结束之后，大家也快点要各自回自己饭店休息了嘛。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是自己回去自己的饭店，因为我喜欢故意把饭店定远一点，想要至少15到20分钟的路程我可以散步一下，因为日本街道真的很漂亮。但是那个时候已经11、2点了，我那时候其实心里有点怕怕的，想说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啦。对，反正我有在重训，对，我要一拳打爆他应该就可以了吧，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不愧是日本的应酬文化11、2点哦，路上有一堆应酬组的，不管男生女生，而且女生还蛮多的，真的一看就知道是 OL 刚应酬完11、2点，然后大家就是西装笔挺的，或者是穿着正装，然后在路上要赶回去的路上，有些还要去2次会。虽然说街道什么的基本上都已经非常非常的净空了，可是还看得出来大家刚结束他们的饭局，或是刚应酬完，就街道完完全全不冷清就觉得放心了还好我在日本应酬文化的关系，很多的 OL 可以陪着我走这段路但其实我有某些路段其实还蛮暗的，但是都还是可以看到路上的 OL 或者是萨拉利芒，对，就觉得很放心这样。而且其实我在巷弄里面有经过一个很小的稻荷神社，我其实很想要参拜一下，可是里面乌漆麻黑的，我真的也不晓得，只知道稻荷神社里面就是狐狸，可是我不晓得到底它叫什么名字，它非常的小，我就印象很深刻。可是隔天马上就要赶飞机回高雄了，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再去细看，因为他那里如果要离饭店再走的话，至少还要再走个15分钟啦，因为他那里离我们就是吃饭散会的地点比较近，所以我就一直很好奇说哇，这种街角巷弄的这些小神社，我反而会很有兴趣想去探一下，马上付个香油钱也好
付个香油钱，然后参拜一下，哎，祝福我们那个屌比团队哦，在台湾哦，这个可以那个今年走一下金曲奖哦之类的这样子，应酬感觉很累嘛。我觉得日本文化如此啦，对，其实工作上的应酬，我觉得大概都是这样子，对，就猪猪怕的话，应该反而是一拳打不到那种啊！大王你讲出来了，没有错，OL 应酬完。牛妈，你可以正经一点吗？牛妈也可以正常一点吗？斯斯伊拉塞，印象日本路过神社小心啊，不见得是正神啊，完蛋了！我就是经过的时候稍微就拍了2下，然后祈祷一下那个金曲奖好成绩，完蛋了，会不会就是求到奇怪的东西这样子？好啦，不管啦，总之我记得我们哇，第2天真的是，而且啊，猪猪的开场一直到就是第2首歌完成，基本上就是反正就是一直打掉重练，一直打掉重练，就是弄死自己。然后哪一个字哦，只有一个字讲不好，我也要重新全部重新弄的那种这个状况下，哇，真的哦，好险哦，就是很庆幸跟日本人共事，你知道吗？因为其实这些一改再改的东西，在台湾的团队合作部分，不见得有人会去接受，对。但是大宝是一定可以接受，对，因为他有很重要的改病，他有很严重改病，跟我一样，对，所以我当下其实很庆幸在日本工作，因为跟他们提出要再1次，要再2次，要再3次，对他们而言是非常习以为常的事情，所以当下就是一直反复打掉重练，然后到最后传承猪的状况下，才是我要的这个东西交付给你们了，真是太好了，对，然后宝可梦到场，然后主持人老师说那个。让你想到什么时候某个作品的什么东西，对，然后有可能刚好是之前来看啊，对啊，我觉得菅原道真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哎！就武谦老师说，对耶，下次如果有机会啊，对我年底啊，不是年底啊，对不起，我们月底就要飞日本了，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参拜一下，对。我觉得，因为对我而言，这个完美必须要做到，因为秋包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啦，特别对我这个非常边缘在推广台湾文化的 VTuber 而言，真的是哇，真的是可能上辈子扶人老奶奶过马路，大概有1000万次才有办法修到这个福气，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很多机会其实真的。都不是凭空降下来的哦，所以即使只有1-2秒也好，也希望说可以留给大家很棒的一个观感，或者是说啊，怎样我是迪卡，那得喝啊，就你知道说那叫做迪卡够奇怪啊，那个也没关系，你记住我了。哦，怎么抬成这样子？不想订阅那也没关系，你记住我了。我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我用非常迂回的方式，想要把这个台湾味，还有对我而言是最贴近我的这个台语推广给所有的观众，甚至是这次有跨国的这个演出机会，我当然要把握这个机会。对，所以很开心在前面啦，算是免费播放的部分，完整的留下了我想传达的东西。国台日这些可以好好的传达给全世界，真的是太好了。对，那个也是可以留下台语一个很棒的记录，这样子。可怜的老奶奶被饲养老奶奶，每天就是牵着她，被迫跟我一起过马路这样子。其实是她扶我，不是我扶她啦，好不好？去跟金球了，在东京啊？真的假的？武谦老师，真的假的？可是我是因为买错票又要飞迪士尼的状况下，等一下我跟金蝶德语，等一下我看一下。会不会很远？我看一下哦，有在市区吗？那子文京区，那子神社，等一下哦，菅原道真，等我一下哦。我看一下吼，
是这个？他怎么没有给我地址啊？地下鉄，我看一下吼。地図を調べたら多分すぐわかるじゃん。我看一下哦，看一下，看一下哈。了解。搞不好有机会耶，因为它其实算是市区那边。好啦，57老师，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就是过去看看，希望不会拜错神明哦，应该就是这一位吧？对，应该就是这一位吧？看一下哦，开声42分钟，但是之后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が終わったら多分上野の方に移るかもしれないから，就是迪士尼那边结束之后，我们可能会移动到可能上野附近市区，或者是看附近的一些hotel， 可能会在那边逛一下，还是干嘛的啊？跟吴昕老师去吃烧烤，去吃肉，对，搞不好有机会可以移动过去啊！上野の近く啊，それがやった。好近哦！我觉得可以安排进去好可以，我这样是可以，那我觉得可以安排了。对，所以怎么会聊到这个？对，菅原道真对，难得跨国，然后其实又不远的状况下，我觉得可以安排一下。对，而且哇，去年太忙，然后又很白痴的买错票，然后今年都没想到是跟Double老师同一个时间飞虽然说Double老师是飞韩国，然后我跟吴昕是飞日本，不过真的很巧妙，大家都在2月24号要飞这样子。对，然后其实啦，除了迪士尼浪斗，还有就是跟吴昕老师要一起去吃烧肉之外，我们很像也没有特别安排什么行程，因为太忙。然后我是觉得飞过去再看なんとかなるから，就是你飞过去之后，你的咱要被冲下啦。因为日本其实不管是市区还是乡下，其实都很有得去探索呢。而且我很喜欢去那个街角巷弄的那些色吧，或者街角巷弄就是观光客绝对不会去的地方去闯。对，所以其实对我而言，我快点把去年买错的票先把它用完比较重要。还好今年吴昕老师可以陪我去，不然屯妈不去，屯妈没有兴趣。结束迪士尼要那种隔天才有体力光，的确呢，迪士尼就是光是一整天都玩不完呢，多安排一晚说不定又买错票。没有啦，我没有，我下次去日本应该不会再去迪士尼了，因为我觉得连去2年差不多了。我觉得下一次要去，我觉得要去找我的乡下地方的好朋友了，例如鹿儿岛的这个学姐也一直快点叫我过去玩，然后静冈的朋友一直问说到底要不要过去他们附近的牧场玩，然后山口县的朋友，对，好多偏乡的地。所以我在想说，下次我要去研究那个国際免許，就是国际的驾照呢，我就要过去自驾一下，这样。去神社吗？巫女画啊，玉珠一麻我这个再问看看好了，谢谢思思。所以介绍，因为有一间超好吃的小铺谢谢吴昕老师，请一定要贴给我。想去小二老师いらっしゃい，我们小二老师的二胡，你们有在卡甲里面听到吗？对，我们现在马上补上小二老师。小二老师，不好意思，我最近真的太忙了，我一直想说我到底还有什么乐手没有补上我们这个遗珠就是小二老师，等我一下，我马上补上去等一下，等我一下，忙到那个真的是脑子都不清楚。我们这个卡甲的二胡，我觉得来自于我们小二老师我们小二老师给他补上去这非常重要对，你看，再次标注长得跟鬼一样的团队，然后可能还是有漏掉，没错，就是小二老师，没错。果然，等一下，果然漏掉了。好，小二老师，我想慢慢补上去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团队有强的跟鬼一样的团队小二老师，我把你补上去了。小二老师。你上次去日本大概是什么时候了没有啦，好想去我才上个月就去了。
小欧老师一拉下，辛苦了。过年有要去哪里玩吗？小欧老师，还是说忙到没办法出去玩之类的？对，玩都玩。对，是小二老师。到下播可看吗？好，谢谢57老师。不用写国际驾照去台湾的建议来申请，英文译本就可以。真的假的？长官是这样子吗？长官，好，那我原来去监理站申请驾照英文看不懂应该没关系吧？没关系，我现在有非常强大的 APP， 扫一下应该就可以了，没事啦。5-6年前呢，那你跟我去年就是去迪士尼以前也是大概有5-6年前没飞的，差不多时间点，差不多都待在家里吗？小欧老师忙是好事情啦，对，忙代表你要赚大钱了，对不对？下次就Universal吗？Universal，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好像是 Universal，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好像是 Universal，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好像是，但我想不起来 Universal， 我第一次去好像是，天哪，我第一次去要20年了吧？我的天哪，天哪，很久很久很小的时候，救命！天哪 ，Universal 的，我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福利熊，下次就是 Universal 的是吗？可以到监理所申请日本谢谢玉先生，有日文跟英文的，那我一定就是申请日文的啊，英文都看不懂。对 ，Universal 的 Map 上，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好久，天，超久了。不相信你连全球的，对不起，我全球音乐奖都可以，不是我英文真的太烂了，不是。而且对我这个全球音乐奖，其实后日谈的部分，感觉之前好像跟大家聊完了，因为我那天完完全全就是不着头绪，然后也不晓得该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奖，因为我根本不晓得得了什么奖。对，然后就只知道就大宝是说就是 send 过来。然后就是我现在你们所看到的右边肩膀的这个全球音乐奖项，这已经是国际级的一个奖项认证了齁。我们获得了最佳台湾专辑奖以及团队制作奖，对，真的是，而且不是入围哦，是确定获奖哦。然后的那封通知，大宝师他就 send 在那个，他就帮我们丢在那个群组，然后我还问他说：“这什么啊？”然后的下一秒，然后我还就是非常就是道貌岸然的回他说：“我们这次那个要合作的一些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企划啊，来宾邀请啊，干嘛？”完全略过他想要报的这个喜讯，完全一点情绪价值都没有，你知道吗？超级没情绪价值，就英文烂成这样子，我就根本不知道连自己得奖，我连团队得奖都不知道，对，真的是太疯了。这一局我扛好不好？台湾跟日本有生根，所以用台湾驾照好好哦，我真的觉得去日本连自驾都这么方便，真的好赞哦。还有一些你在转圈圈，对不起，我在转圈，我自己转圈圈。对不起，我觉得最喜欢跟你们玩时空旅人游戏了，你们又被我骗到了吧？幸好不是讲说已经是上个世纪了，是不是？我不晓得 Universal 到底几周年啦？对，我知道几周年的话就骗得了你们了，对不对？说错是日文译本长官，我就想说完蛋了，英文译本我看不懂哦。对，两倍，疑惑的2倍。所以会寄实体的奖，实体奖项的部分，我觉得可能要问一下 Double 老师因为猪猪这边好像不太了解，只知道说谢谢得奖了，然后我还看不懂说自己得奖了，然后一度就是完全没有就是情绪价值回馈给团队，我真的很抱歉，超蠢的。长官的意思是，总之把台湾的驾照申请翻译成日文的，然后带过去用就可以了。应该是可以这样子，是这样吗？套啊，然后 YF 先生我牙没有抽到大奖吗？没有关系，谢谢，对，也谢谢 YF 先生昨天有来到我们动漫节现场马上就认出你，马上就说我精明干练，真的是太优秀了，好不好？监理所会直接印一张日文版的给你，然后有盖印，所以它这个就是可以终身通用吗？还是说我每隔几年要过去再换一次？如果真的是终身受用的话，真的很爽随时可以都过去自驾
然后其实我没有在日本租过车，很像是机场附近都有吗？还是对我可能要研究一下。日本自驾携带证件清单，台湾，驾照正本，台湾日文译本正自驾携带证件要谢谢辛苦，台湾的驾照正，我自己的台湾驾照正本嘛，然后日文译本的正本，等一下，好老舍，日文译本正本台湾驾照，不是我们今天好像不是拔喙紧，拔喙紧，等一下，绕口令的台语怎么讲？好，不管，我们今天很像不是绕口令回吼。小兰伊拉夏安安，是不是什么？没有，你当天给我 po 的就是精明干练，谢谢。对，绝对精明，绝对干练，谢谢。绝对精明，绝对干练。好了，而且我今天水有点喝太少了，我去摘个花，等下再回来。对，等下再回来跟大家轻松的聊聊天，然后也谢谢，就是不管是葛莱美、三枪，好，虽然说葛莱美离我们还太远，对，我们先从今年的可能金曲奖的红毯看能不能来闯一下哈，然后还有我们长官又冒着被我们夫人断四肢的风险，谢谢，感谢，如果大家愿意在就是年终这一波就是给你的推，你的主播投递健康的金流，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好不好？对，对。张博士今天不是歌会，我歌会改到明天了。今天真的只是杂谈，是后日谈。我歌会改到明天了，这样子。然后又钢，对，钢，对，要记外方向内对，因为跟台湾是左右相反的。然后可以到监理所线上申请，好方便哦，像连线上都可以申请哦。Oh my god！ 然后。又回到熟悉的猪猪，我一直觉得我很让你们熟悉吗？有不熟悉过吗？对，可以来赌猪猪。好，我就跟你们赌，到时候我也会诚实招来我开几次雨刷吼。等一下，长官，你为什么可以不假思索的这边给我赌刷几次雨刷？我跟你讲，我赌我刷7次，知道吗？7次，马上回来，马上不准走，走了就是瘦。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看起这世间的匆匆，多情深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心坚强免搁想多。袂停，刚到这台，伊设计超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波罗大帝，我就是你爱的阿波罗大帝。天空降水，无所奉陪，身边你绝对是情感真的，看你分辨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做比拖顺风。若是月光，听你
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的梦醒。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势变成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总来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放飞，心脾之绝比之情感真的，看你分辨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都做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做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的梦醒。Hello， 我回来了。
对，我们跑马灯也回来了，我们跑马灯也回来了。好啦，来，我们今天继续哦。来，而且我跟你们说，对，不要回来啊！但是你们一直不尊重，那个是我们老观众才知道的一个内梗啦。因为之前就是应该说这1-2年活动非常非常的多吼，所以其实我的待机室跟那个等待画面都会切成一些宣传的一些 PV 或者是影片之类的。对，那比较原始的那个等待画面之类的呢，对，之前就是会故意打说什么马上离开不要回来，这是一个老梗这样子。对，而且啊，今天跟大家聊到 Tube Out 的这个东西啊，我总算可以分享一些东西了。来，我跟你们分享一个，等我一下哦。因为就是出差的部分，因为就怕说会透露太多啦，所以我其实有一些照片一直收着，就是没有做一个公开。但是其实公开也不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等到像今天的后日谈再来跟你们分享比较好。像是你们知道我这次准备了什么欧米亚给日方吗？你知道这个就这出头的主题卡准备什么欧米亚给送给咱 Holo Life 的主办，不是主办的，咱 Holo Life 的那伙伴有无？我们真的要非常精挑细选，生而为台湾非常非常具代表性的这些东西。对，我生而为吃货朱蒂卡，我觉得要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一次送给这个日方的欧米亚给。所以我选择的物件真的要非常具代表性，让这个日方也能够一眼就对，不要说一眼啊，因为搞不好你看也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嘛。对，但是你用了呢，你吃了呢，绝对印象深刻啦齁。没有啦，我跟你讲，我这次不敢送的太强烈，对。我这次不敢送太强烈，所以我喝口水，等我一下。对，我回来了，没有水在我手上。槟榔袋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出来，因为槟榔袋是最近我们才印出来的嘛。那个时候如果有的话，我一定送上大概1打过去啊。但是我们最近槟榔袋才印出来。对，香菜破坏系列吗？我觉得太迫害了，我不敢，毕竟是很大很大的 Holo 的日方，所以好奇之后等一下会不会研究歌仔戏戏腔？跟正八音之类的玉先生，谢谢你提出这个很棒很棒的一个企划参考。我觉得我还不是很专门的戏腔跟正八音之类的行家，我就只是有样学样的去唱，去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诠释这些歌曲。如果未来要研究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邀请真的在唱这些戏腔的专家们，或者是一些老师们，我们来研究。我觉得可能会比较不会掺杂一些不太正确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只是爱唱歌，可是我还不是真的是戏班子。对，像这些东西我也是其实想过，我们可以邀请这些老师们，我们来一一的研究，然后现场看他要帮我们示范，或者是猪猪一样画葫芦，就是照着老师唱，然后我还唱得很难听之类的。我觉得这些企划都可以试着开起来看看。好，然后对，谢谢玉先生提出这个很棒的企划参考。我给你们看，我送了其实没有，对台湾人而言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义美的这些点心，但是义美对我而言是我每次访日，就是如果要去朋友家做客，或者是说今天要送给日方，我一定会挑选的就是义美小泡芙，因为我送过去的义美小泡芙，每个人都一直会跟我询问说啊，迪卡可不可以下次来帮我买，或者说迪卡那个草莓口味，或者那个奶茶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吃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其实义美小泡芙对日本人的接受度非常的高。对，然后牛轧糖的部分就不用讲了，这基本上就是完全100%送过去，人家一定是皆大欢喜的东西。牛轧糖在日本那边算是接受度很高，还有太阳饼也是，太阳餅也是其中一个。对，太阳饼跟牛轧糖还有义美小泡芙是我每次送过去必备，因为毕竟我不敢送太强烈的东西，因为就是对方这么大，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打安全牌。所以这次我想我送过去，除了这2个点心之外，我还真的送了台湾味面膜啊。但是在台湾味面膜有无正经迄咸酥鸡啊、姜酥鸡较卤肉饭的迄味，我唔敢送啦。若是送咱若是生气要怎？
就是欧米亚给他们收到，就是他们一定会用，然后一定会好好的品尝，因为日本人对于土产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视的。那理当以台湾味来讲的话，我们之前在配信已经带过了，我们有试带过了，也试闻过了咸酥鸡跟卤肉饭口味，那个口味之惊悚的。好，我们不要说惊悚好了，真的是完全呈现了那么咸酥鸡口味居然是满满的不是香菜，对不起，九层塔。香菜就算了，香菜我皆大欢喜，但是那个咸酥鸡口味的面膜完全是九层塔的味道，我整个房间满满的九层塔的味道，我用完之后我整个不能自己，你知道吗？我想说好，咸酥鸡这么的惊人，我们来开看卤肉饭。就卤肉饭一开下去，哇靠，不得了，真的就是卤肉饭的味道。所以以我自己身为台湾人试用过，我都已经觉得有一些惊吓了。我怎么敢送这么惊吓的这个？好，虽然说他们一定印象深刻，但我觉得一定恨死我了。下次搞不好就没有任何的合作机会了。对，所以我不如带上比较安全牌的芒果冰口味。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安全牌。所以这次台湾味面膜，我觉得很棒的是，真的哦，日本朋友他们收到这些很好闻的味道都很喜欢，例如木瓜牛奶，然后杨桃冰跟那个芒果冰，还有珍珠奶茶口味。对，我准备了大概3份还4份一样的，就分别可能送给导演嘛，然后可能送给 Holo 那边，然后好像还有另外一些合作伙伴，然后我就特别帮他们包了大概一样是3、4份，然后但是面膜里面分别有芒果冰，有珍珠奶茶，然后有杨桃汤，就这一些比较甜味的，比较不会这么有挑战性的味道。对，然后希望可以给他们留下一个很特别的印象，这样子。对，来自朱蒂卡台湾味的欧米亚给。对，而且其实啦，就是文文那边自己有准备一份公式的了，我这边其实应该是不用再另外准备，但是我觉得真的机会太难得，所以我这次也是真的是特别就是准备了大概真的是3、4袋，然后里面就是放了这些内容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还好有带过去，因为我觉得这次的合作太值得了。对，这些我们亚给其实就事小，可是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或者是没有听过台语系这些很棒的原创歌曲的你们，然后把你们引导到我的频道，我真的觉得是太棒了，真的是好开心。我收到了很多很棒的回馈，他们告诉我，原来台语歌可以这样唱，原来台语歌有这么不一样的风貌，原来有 VTuber 这么重视台语歌，这些让我觉得很感人的这些回馈，全部都在不管是现在在我们卡甲底下的这些留言，或者是有些是直接就是私讯我，但是很担心就是打扰到猪猪，但是他们还是很客气的告诉我，他们真的心情很激动，他们很想要快点让我知道他们多喜欢这首歌什么之类的。我真的看了真的觉得最近就是一直不断的收到这些很棒的能量啦。对，谢谢你们。所以我就是不免俗的一定会再安利一下，就谢谢你喜欢卡恰，如果你真的觉得卡恰是让你觉得很惊艳的歌，那不嫌弃的话，我们那个屌鼻台语专辑全部都很惊艳哦，谢谢。里面就是跳脱可能大家一般对台语歌的想象或者是认知，真的就是一应俱全，不一样的曲风，请大家一定要无限帮我们循环哦，谢谢。对啊，满满的台湾味。重到靠背吗？也还好因为我是一个出国不怎么带东西，而且也没什么欲望的人就是我的物欲算是蛮低的，我的欲望都是来自于可能目标性的欲望。对，所以每次跟我出去逛街的姐妹或者朋友啊，他们就是手上就是一包不止一包2、3包那种保养品，或者是一些什么名牌包，或者是什么名牌鞋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真的完完全全就是可以6根清净的，就是完全毫无欲望的经过那些专柜，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都在旁边滑手机陪他们，男友力超高然后他们会问我说猪猪，你最近肤质状况不错，你都用什么面膜啊？台湾味面膜。然后下一秒他们就完全不想接我的话。我觉得最近那个专柜的这个面膜不错，你觉得如何？老娘都只用开架式的啦，老娘只用开架式的怎样？我
全部把我的欲望都是放在我经营频道的目标，例如可能我希望这些经费可以把专辑做得更好，然后我们可以让团队获得更棒的认同，让朱迪卡这个 IP 可以有更有里程碑的一些收获吧。对，所以物欲部分我真的觉得能用就好。然后在物欲部分我会回到根本，因为我认为你只要气色好，你就要健身，你就要运动，你只要运动健身，身段保持得好，你他妈穿阿嬷内裤也漂亮，你穿阿嬷拖鞋嘛是就水耶，消水，拿水个消水。好，阿嬷拖鞋、阿嬷内裤，还戴阿嬷浴帽，只要你今天气色好，连阿嬷浴帽都帮你加分呐。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鼓励大家动起来。对，基本上它会让你本质内外都变美丽，好不好？台湾人的心意跟情谊吗？带过什么梅花型的鲜榨糖感对，那个基本上我自己啦，本身不太喜欢，所以我自己不会主动带去给日本朋友。可是有些日本朋友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对，你可以让他们尝看看，对，因为他们不会去排斥，他们只会觉得酸酸咸咸甜甜这样子。对，长官那个经验怎么回事啊？是我们的阿吹演出有机会出光点吗？哇，阿吹你这个问题也很好很像目前我没有听到霹雳爸爸那边说会有光碟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只知道说回放券很像目前有在兜售了，是不是？对，那目前应该是可以让大家看回放的部分，但是光碟的部分我觉得可能就请洽一下霹雳爸爸那边，对，这边可能就暂时没有收到这样子一个消息，这样子。感谢阿吹，也谢谢喜欢听不到我们的演出这样子，因为台语历经过毁灭跟是的。玉先生没有错，迪卡出了现代台语专辑真的很棒嘛，这个也是我希望大家可以跳脱一些算是文化上的隔阂，因为我自己去深入研究日文，我发现任何的语言其实都不应该被矮化。为什么我会觉得很可惜啦，明明是我们台湾在使用的这个语言，但是却有分优化跟劣化，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对，所以我只是会出自于说每个语言都应该有它使用的族群，而且被需要的族群的这个状况下，为什么它要被矮化之类的，那当然是牵扯到我们台湾一些历史，这些是比较深刻的东西，我比较少去谈，因为谈下去就完蛋了。所以我在我的频道也很少会去谈一些历史，因为太深刻，对，可能连我自己都会转掉，好，都会退订这个频道。总是希望大家可以轻松的过来听歌，或者跟猪猪聊天，或者看我精明干练，对，但是我比较少会去聊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又很重要，所以我才会用比较迂回的方式，比较让大家可以轻轻松松接受的方式去把台语歌跟台语带进来我这个频道啦。对，从内散发的美，同意健身，对啊，其他健身对身体好，对，就是对啊，健身对身体很好啊，但是那个阿嬷浴帽戴上去，只要你的气色好，阿嬷浴帽也漂亮，真的啦。谢谢伊拉塞，回放延伸到2月17号才能回放，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回放要这么久才能回放？是好，要不然可能主办那边可能有一些东西要没关系，可能就静待回放看，就可能有一些东西要调整什么之类的。对，嘿啊，就谢谢大家对于这次就不要很多的回馈都愿意分享给我，然后我也真的这一次收到了很多很棒的能量，然后真的好开心可以在这个频道认识大家，然后把我们的专辑做出来这样。播放时间回放是到2月17号也就是说我以为到2月17号才能回放，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可以回放了已经可以看到到那个时候。等一下，因为我前2天一直听到就是有人在问说猪猪还不能回放怎么办，然后我就说对不起，我也不晓得我说我也在等回放，对，我一直以为是到2月17号才能回放，原来回放前就可以看，对，整个崩掉了。对啦，我理解力就崩坏了，怎样啦？理解力整个大崩坏，而且不止这个欧米亚给很好吃，然后也就是很安详的送到就是日方那边了。然后我觉得这一次去的旅途其实运气也都很好因为我这次去的班机遇到了宝可梦班机好好吃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
飞机面包，就是要把那个奶油用的满满的，这样吃啊，超好吃的。那个奶油真的是入口即化，你们知道吗？哦，好好吃哦，超级好吃，真的很好吃。然后那个奶油就是一个面包可能不够，你可以再跟他要第二个。我那真的是很贪吃，好可爱。对啊，又好吃，然后就吃哦，好饱哦，好好吃哦。对，所以就是这次出差好开心，又可以搭到那个宝可梦的班机，然后又好好吃。等一下，给猪猪一打咸酥鸡哦，我觉得我很需要。我觉得哇，你知道，就整个开场的残响跟卡甲整个肚皮舞是非常烧热量，你只要认真的去唱跳一首歌，又真的没有不喘的，你知道吗？即使我自认体力再好，对，因为你就是全心去倾注那首歌的那个能量，其实连续2首下来，其实会非常喘的，超爽。对，然后其实肚皮舞的部分，其实也是有宝可梦在询问猪猪是有学过啦，说对啦，有啦。对，而且我其实之前就是有加入过舞团，所以基本上在基本功的部分其实是操的还蛮凶的。对，所以基本上就只有肚皮舞有深入研究，所以就我觉得一切都很刚好，是肚皮舞卡甲，你们现在所看到任何 3D showcase 的卡甲，真的是没有特别去蕊过，就随便手挥一下这样子，就把自己之前练那个肚皮舞的肌肉记忆把它找回来。对，那其他就可能需要我们佩农老师跟大力老师的指导。对，所以其他一些比较动感的一些舞曲的部分，还好就是达宝老师有出动很专业的大力老师跟佩农老师来指导猪猪一些可能75C的动作或嘟嘟嘟的动作哦，那些都是他们设计的。但唯独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任何 3D 的卡甲，那个就是猪猪即兴发挥。但即使是即兴发挥，你知道肚皮舞的核心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基本上有很多小肌群在动，可能 3D 捕捉不到，尤其是肚子的部分。对，可是我觉得 3D 已经尽量把我的姿态捕捉得非常的漂亮了。对，所以其实卡甲这首歌对我而言，它不仅仅是我在唱歌的同温层，它完全是把就是我会的东西一应俱全的展现了。对，就是除了我自己很喜欢玩一些就是不管是演歌转音还是可能草称之为印度式的转音之外，这首歌做出来那时候还没有要 3D 化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想说，哪一天如果我 3D 的话，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弄成肚皮舞。就没想到他的一生就还真的这首歌很适合玩肚皮舞，因为真的很异国风，太有趣了啦。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这样子一点一点被牵起来，真的很有趣。对，所以我才很重视，就是说你现场表演的一些临场感，你的喘息，然后带动一些气氛，我觉得就是要配合可能在台上大家要燃烧起来，我自己必须先燃烧殆尽。对，其实我觉得那是环环相扣的。似曾相识的对话，是小喵喵伊拉夏啊，小喵喵你们的那个芋头塔记得要收哦，小妮妮姐姐的也都在里面了，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的芋头塔这2天应该有让大家收到，我真觉得很好吃耶。我们家已经没有库存了，我好想再吃哦。早知道多做几个，100个根本不够朱迪卡吃哦。我应该做150个，我还要再吃10个，好想吃。给猪猪臭豆腐加猪水糕哦，那个也很好吃。对，就要讲到肚子饿嘛，一定会啊，就肚子很饿，无时无刻都在饿这样子。对，晒美食拉仇恨一定要，尤其是这个时间。要不是猪猪最后终于有其他形容词，又开始歪一起自己 YT 又在回放了，知道吗？哦，那个好好吃哦，那个就很好吃那个真的很好吃，就只会说很好吃这样，就很好吃。6748没有错，小喵喵汉迪先生午安。对，6748是好，没有错，6748。芋头塔很好吃，对，谢谢。我们薄荷，而且薄荷很坏。对，他这次跟玲玲学长一起指定说，好让大家吃什么青花椒、香菜、芋头塔。我努力把它做的真的也不难吃的状况下，然后他在表单上面填我要和平版的，谢谢猪猪。你知道超坏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哇靠，要不要这么坏？对，但是不管是和平版的还是嘎子版，都好好吃哦。
这就好好吃，真的，就吃到都没了，吃到我最后的库存都没了，怎么可以这样？我现在在流口水了，而且我真的觉得，在这条路上，我真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把就是所有的兴趣都绽放了，你知道吗？我真的用一根小汤匙哦，绕了100颗芋头塔的玫瑰花，我用绕的缠绕，对啊，要不要这么夸张啊？对，朱迪卡就这么夸张。我真的是绕了100颗而且每一颗都不一样哦，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在这条路上展现自己的任何才艺情人节快乐！你各位敬爱的大佬们，一颗一颗，每一颗都尊爵不凡，独一无二，独一无二什么？独一无二，绕了100颗，你知道吗？你给我好好的吃下去，不准给我囤啊！对，而且那个绕的那个过程呢，也有就是交付给我们水灵宝贝啦，就请水灵宝贝有空再替猪猪剪辑哦。对，我真是缠绕再缠绕是瑞阳我看一下 ，my friend my friend Nani my friend how are you 我的朋友你好吗 ？I'm fine, thank you 我还会讲这个我会讲这个我英文虽然说烂到一个不行，但是我应该看得懂。对，做300个也不够，有300个应该够啦，300个应该会吃到吐。对，什么薄荷说的我薄荷有说什么？薄荷不是说很好吃吗？对，不知道。美食顾问对，没有错，我的美食顾问烘焙姐妹，对，她叫做宫泽李薇，对，她自称宫泽李薇。每次你们跟我出难题的时候，我都一定要问她说：“李薇，我们这一次又要干嘛了？”她说：“哦，好，来，我们来一起研究一下。”她也研究出兴趣了，你知道吗？对，发疯独一无，真的一直绕哦，真的每一颗都是独一无二，尊爵不凡，绕得多漂亮，你看。而且这个是原味版的哦，原味版因为它里面并没有加青花椒，所以它一卡松在不，它被我打得很松，而且又加了鲜奶油下去和，它其实质地是非常的松软绵密的，松软绵密的情况下要绕又更加不容易了，你们知道吗？哇靠，很考验师傅功力耶，你们真的很考验我师傅功力，你知道吗？就真的绕了100颗，救命！还真的绕出来了，就绕着就结束了，总算结束了，但是发现吃不够，花了发。对啊，所以你们最近收到要尽其所能的快点吃。然后如果你们想就是烤箱回烤也是很欢迎，因为烤箱回烤的部分它的皮会变，它会怎么讲？我没有说回春，但不对，它会回到酥脆感，对，回到酥脆感。但是你们要记得，就是烤这个塔的部分，在出炉它热的这个状况下，那个塔皮它是软的、软松的，所以你们把那个塔皮在很热的烤箱拿出来那个同时，小心塔皮是最容易就是剥落的状况下，所以建议你们在拿出来的时候，第一，如果你们技巧很好，就快点用夹子把它夹出来，免得那个可能不小心用筷子或一些不太好的器具把它弄出来，它的塔皮马上就松掉了。对，这个塔皮一开始就跟饼干的道理是一样的，它在刚烤好的时候是软又松的状况下，你们要等它稍微的退温，它才会呈现又酥又脆。对，要等它把那个蒸汽全部散发掉，它才会回到脆脆的感觉。所以你们从烤箱拿出来，你们迫不及待想吃，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它会比较松，比较软。阿姆哥，你再看几洗啊？好，再放一下，大概1-2分钟，它就会回到比较酥脆的口感了。对，说好好吃，我家已经没有了，就很好吃，所以大家不要囤，知道吧？不可以乱囤，再囤打屁屁不对，不能讲打屁屁，讲打屁屁每个都要给我囤，完蛋了。猪猪吗？是不是？很厉害啊，谢谢他啊。就可以开蛋糕店了吗？我觉得要是哪一天我这条路就是我们真的生而为 V， 未来已经没有就是所谓 VTuber 这个行业就我第一不是回去画漫画，不然就是对来开个蛋糕店之类的。好啦，但是再说啦，我觉得继续经营下去，我们今年还有好多的目标要走，好不好？当然还是继续经营下去。我们的专辑刚发，我们还有好多的目标要闯，好不好？以为是用挤花袋
我其实原本想要挤花袋，但是你知道，就是新鲜的芋头里面会有一些纤维质，因为真的就是很新鲜的芋头里面就会有一些纤维质的状况下，挤出来它很容易卡那个挤头。对，所以我就是算了，我直接用那个汤匙去做缠绕。所以啊，就是绕的那个过程，水灵宝贝那边也是有大概2-3版了，就是全部都是不一样的花纹，但是真的全部都是用绕出来的。对，所以我就想说算了，这次我就不用挤花，挤花是比较快，可是我担心那个芋头纤维会卡那个挤花袋，反而就是很麻烦，所以我这次全部就是把它打松，然后把它缠绕，就是好漂亮又好好吃。对，他哇，你冷静。猪真的很厉害，会唱歌会跳舞会烘焙吗？是过一すごいすごいです。我还在想说完蛋了，这是什么英文？原来是罗马拼音啊！すごいですね。それがわかる。読めるから読めますよ。ありがとう。小天，谢谢。我还在想说完蛋了，怎么又是英文？结果居然是罗马拼音，救命！すごいですか？ありがとう。褒めてくれて嬉しゅうございます。非常非常的开心你的称赞哦。すごいです。好哦。对不起，我只要看到任何的罗马拼音，我都会非常惊慌，因为我的英文程度真的非常的低落，就连幼稚园生都比我还厉害，我觉得。差点说いただきますよ。对，我们那个很皮的维权老师，いただきます老师，下次他来我一定要臭爆他。对，すごいですね。日文用英文写出来就是完全啊，对，没有错，真的是这样子。その通りです，真的。我英文真的太烂啊！对，我觉得我所有的语言的那个英文能力全部都献祭给日文跟台语跟中文，我没有办法。没有关系，在这条道路上，会英文的人太多了，好不好？英文达人们、英文老师们太多了，不缺我一个。对。所以我还是乖乖继续推广台语就好了，谢谢各位老师们。只要你们不要听我讲台语或者是讲英文，就是听到中风就好。不对，我的英文程度是连讲都没有办法讲的，我的台语至少还可以讲，还让你们有办法听到中风。但是我英文是真的连沟通都没办法沟通。而且你们知道吗？这2天就是因为要出的那个高阶会员的回馈的量特多嘛，爆炸性的多，谢谢福利熊的加码，连学长加码以及他娃的加码，所以就是最近也是一直包货，然后努力出货。然后昨天我要出货的时候，就是我就推我的推车到我们附近的那个全家，然后要寄的时候刚好有，我觉得应该是2位观光客在游高雄，然后他们看到我在推，他们就很绅士的过来，他应该是要问说要不要我帮你，因为我刚好就是推到一个小楼梯，然后我想要让我的货物弄下来，但是那个小楼梯因为有点高度，我就是战战兢兢的想把那些想把推车跟货物慢慢弄下来，然后他就马上跑过来，就跟我讲了一句英文，应该是说要不要我帮你卸下来的意思，因为他不是讲什么美啊还他不是讲那你跟拿塞马斯卡，然后我就听不懂了啊，May I have you 这样吗？好不懂，他不是讲这一句哦，然后应该是就是要帮我弄下来，但是在我反应不知道怎么讲的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啊，多谢多谢，谢谢。完全就看到欧美人士只能宕机，对，谢谢，就是亲切的欧美人士。昨天的那一批有经过就是欧美人士的巧手的帮忙，然后有他们很贴心就是护送到我那边的全家，其实也不用护送啦，但是我觉得刚好只是因为同一条路，对，感觉他们就是在观光，在看高雄的街景这样子。对 ，Can I have you 这样吗？啊，我英文真的好烂哦，台语讲到口语不会全下对。最后不要讲出来，我的国语已经献祭给台语了，天哪！就英文太烂，就谢谢多谢哦，没办法哦，反正我是台湾当地人，我讲多谢，我讲谢谢，嘛是阿达利麦のことでしょ，だよね？那真正是阿达利麦のこと，好不好？对，所以对，就是遇到外国人就宕机的朱迪卡。就是
就是如此呢，如此的惧怕外国朋友。对啊，就是英文一直以来都让我觉得很挫折，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就是我觉得能力点不到，然后就讲不好，然后就不敢讲，然后英文没有考过，好像没有考超过30-40分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要猜那个题目啊，我就永远都是猜 B 或者是 C， 对，然后整张考卷就是你一定就是过不了25分，对，永远就是最高25分，因为他就是会。对，你们懂吗？对，就是只能用猜的，就能力点不在那边呢、对，台湾国语日文混搭，这一定要的嘞。电话得吹一个吼。以前在研读日文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他就很爱跟我们聊台语，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希望我们好好把台语讲下去的一位日文教授。他日文也真的是顶呱呱下下叫，可是他就是很喜欢台语跟日文混着用。他真的很可爱，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有些同学会翘课嘛，或者是期中期末没有来考试啊，所以老师他其实也都了解这种状况。然后每次要考试那个点名那个谁又没来嘛，老师就会讲那个像个没来啊，那是会当电话得吹一个吼，你们听得懂吗？对，有那电话得吹一个，或者是。他讲到某一个梗，希望我们可以笑，希望我们可以就给他一些情绪价值回馈的时候啊，他说你有好笑不？那是有好笑，咱哈库修一个吼，刚下，咱哈库修一个就是拍手的意思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可爱哦，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深入去研究台语时，它也是很美的语言。对，所以我只是希望在用比较。迂回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语言是不分优化跟劣化的，对，特别是在这里可以有机会把卡加这首歌真的是很天时地利人和的传达到我们秋波奥的这个舞台上，我真的是太感动了阿伊斯先生伊拉塞，等一下木子我跟你们讲，木子有委托，就是一个很可爱的朱迪卡，在这2天会亮相哦。就是猪猪已经有收到很可爱的朱迪卡，然后没有意外的话，大概礼拜4、礼拜5会亮相。对，我安排礼拜4、礼拜5亮相一下这样子。对，然后对是木子，谢谢木子。上次就是委托了很精明干练的那个蛋蛋形状的那个万圣节猪猪之后，我们又有新的可爱形状的这个朱迪卡，在这个礼拜会做一个亮相吼。没事的，猪猪，小时候跟你相反，因为你是看着英文念出罗马拼，小时候要学族语或我觉得学族语的你们更厉害。我觉得原住民语言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美，他把它混入很多流行乐，原住民语言也是会让你们就是美到哭的那些东西。因为我自己不是原住民家庭出身，我自己可能就是台语系家庭出身，我只能去研究台语，我没有这个缘分去研究原住民语系。可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任何的语系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不应该有优化跟矮化的这个状况发生。真的，原住民音乐也很推荐大家去听一下。在电话得吹一个，对，没有错。盛红，感谢加入42个月的迪卡很棒吗？好，盛红，你今天依旧很专情，没有被盗账号。然后谢谢木子送出了一个会籍。木子是想狙击谁吗？对啊，所以就我觉得这次后日谈其实也聊了很多很多，其实可能当初就是我们在日本在安排这些节目的一些心路历程的东西，我觉得全部可以在今天跟你们聊到，真的是太好了。对，虽然说其实在之前应该也隐约有听到就有聊到一些就是可能很感动很激励的一些东西，但是今天算是完完整整的就是在 Tube Out 结束之后，我真的也跟大家聊了一下，就是说我们当初可能过去的时候大家是在忙什么，然后怎么彩排的，怎么安排的，然后有什么东西可能临时要确认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应该怎么办什么之类的。对，我总算在今天跟大家好好的聊上了一轮了。对，就是全部，我觉得在这次的 Tube Out 可以把这首歌好好的再次让大家听到，真的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对，而且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因为 Tube Out 再次回国我们的卡甲，然后在我们卡甲
的那个 PB 下面留下了很多感人的回馈。不嫌弃的话，也欢迎大家再去仔细聆听这些台语歌曲，就不只是卡家，我们这是原创。屌逼台语专辑也真的是超屌，真的完完全全没在水的，每一首真的就是高规格制作的这个状况下，对，我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台语歌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多元性、多元相貌，对，不是只有苦情悲情，对，也不是只有所谓的一些笑闹或者是戏谑，它其实是很美的语言。对，猪猪，对，我也算是公费追星仔了，没有错。真的是公费追星仔哎，然后抢走火说那鲁one那鲁two那鲁three那鲁seven eleven，对，没有错，这原住民的那个天生的幽默跟松弛感超赞，好不好？对，也谢谢大家。如果喜欢我们原住民天生的幽默，也喜欢我们烈酒女团成员我们阿妹、阿令以及我们戴爱玲，在本频道已经开过无数次、上万次没有，上万次好小，对，开过很多次阿妹、阿令以及我们公主、我们戴爱玲公主的歌回了，好不好？对，3位都是我华语的推，华语天后，好不好？对，然后用中文学日文，そうですね。そう的也是呢，すごいですね，是故意呢。好，谢谢牛妈，谢谢。对，我们干话一哥牛妈，但是好爱他的干话。谢谢思加入4个月住宅专员，演唱会让大家更认识猪猪了吗？谢谢，对我而言真的是太难得的经验了，一切都是感谢文文啦，感谢文文带上我，感谢我们公司的文文带上我，真的很感谢。对，让猪猪在那边吃好睡好，泡温泉，吃草莓，吃和牛，好爽。谢谢，我们这一次真的是圆满落幕了吼，去不奥真的谢谢大家喜欢我们这次的开场。对，我们是3位公费追星仔，没有错。好，从今而后奠定了我们3位公费追星仔，运气真的很好哎。对，而且当下你其实在合作当下你是会激动的，嘴角不断上扬。我是啦，我不知道兰兰跟蒂儿怎么样，但是我完全我的那个面部的笑容藏不住就是这个场就在我旁边讲话，他讲话的时候我不自觉就一直看他嘴角一直上扬，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我就是没有办法藏住我的表情，我就是听他讲话，我就是不断的嘴角只能上扬，就只能上扬。真的，因为他在你旁边讲话，他也跟你熟，围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你就只能那天不用洗手。我一辈子不洗手那不行啊，就那天不想洗手，你知道？对，还有一边刷牙一边哭对啦，大 boss。而且我跟你讲，我公费追星的那个晚上，就除了就是嘴角不断的上扬之外，我其实当天一定要跟大家再次推荐我们台语专辑里面的这个《天蓬元帅》这首歌。虽然说它的歌名看起来很蓬，但是它一点都不蓬，它已经完全把我想要制作的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布式舞曲的规格做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其实猪猪很喜欢日本歌姬滨崎步，他的歌我到现在还在听。可是当他大概在10几年前开始去玩一些itadakimasu不是EDM 的舞曲的那个时候，台湾人就比较少去听他的东西了，但是我还是继续听。所以这次天蓬元帅那个时候的完成品，我是在公费追星的第2个晚上，那时候是累到不行，这边刷牙边听的那个时候。那时候虽然说很累，但是我还是想要快点听一下，就是大宝师传过来热腾腾的我们的天蓬元帅的这个算是完整版。我听完之后就内牛满面，我真的很激动，我就在群组说天哪，我居然就是在这个专辑圆了好多好多的梦，把卡夹做出来了，然后我想要的阿妹式的一些比较壮阔的一个前导式音乐也有了，我没想到居然有办法把我想要一直我有在追的这个不解的舞曲的这个规模也做出来了。我那时候是觉得说太不可思议了，我那情绪激动到说itadakimasu你来了，itadakimasu老师いらっしゃいようこそ迪卡のチャンネル，欢迎来到迪卡频道，itadakimasu老师，拍摄我竖一下嘴呢
就是那个情绪是激动的。我那时候就很激动，跟大宝老师讲说，你知道你做出了我之前一直在听的不解的舞曲吗？我就马上丢了2-3首超级类似，当然不可能一模一样了，一模一样就完蛋了。但是他把那些我不知道那些架构做出来了，我那是完全头皮发麻。对，反正去公费追星的那2天，我完全情绪非常的满足，对，满足到就是此生足矣。此生足矣，你们知道吗？对，还有纳豆一定要吃爆的小天，然后不是98，是098先生赢他下来，对我真的情绪非常激动。合唱的时候倒是没 NG 合唱的时候我知道我嘴角一直在上扬，我的肢体真的是，对，我记得我的合唱反而是我的肢体太过于激动，因为阿紫 k 站我旁边，我很激动。然后那时候他快点跑过来跟我讲说，猪，你那个不要动这么大，就是那个建模会太激烈。就是因为那时候大家在蕊的时候，里哈萨鲁的时候，就是在彩排的时候嘛，就大家就试跑个1-2次，然后他就快点跑过来跟我讲说，猪，我建议你轻轻动就好，因为那个3D 建模会太激烈。我说好 OK， 我尽量保持住我现在兴奋的心情。对，所以就是还好里哈萨鲁的时候，就是文有快点过来提醒我说不要动太激烈，我才就是在正式来的时候就是动得比较柔和，对，但是又时不时一直盯着旁边的阿兹基，真是嘴角不断上扬，只能上扬那种心情，过分了，好羡慕没有错，对，就是真的很过分，但是没办法，他真的在我旁边，真的超开心，对我真的对嘴角不断上扬，对，合唱嘛，对啊，所以我才会这么感谢文让我有这次的机会过去，对他真的是也是费尽了全力想要把我们这些很边缘的，就是个人是推上去这样子。怎么听起来有点晕船吗？对，早晕了这样子。一大给老师早安。对，就是对他说建模会太激动，就是可能其他3位都非常非常的柔美，就我就是身体不知道在肢体语言不知道在激动什么这样。我说对，不好意思，好 ，OK， 我静下来，我稳下来。对，因为其实你们之前看过我3D 秀。就连 3D 面谱都抓不住我，对，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现场演出的人，就连 3D 面谱那个 Mona 那时候也反复确认了，真的抓不住我。2D 的 iPhone 面谱抓不住就算了，我们交给 3D， 结果我们 3D 工地秀依旧抓不住朱蒂卡，我真的没办法。对，我就是一个很享受现场，很想用肢体语言去表现，就是说我现在的心情的一只猪。对，所以当下3位都非常的气质，就我真的不知道在兴奋什么，你知道吗？对。就开场已经燃烧完了，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开场燃烧完之后，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因为我的睡眠时间也快到了，所以其实我们在紧接着合唱的片段，还好我已经快没电了，所以也稍微把自己变得比较柔和了。对，需要自裁，不要太羡慕我，拍拍手，好羡慕哦。对，而且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是。真的是猪惶恐你们听过诚惶恐这个字眼吗？我当下真的是猪惶恐，因为阿兹基さん就在旁边，すぐ隣にいるから信じられない。本当に信じられないこと、今でも信じられないわ。夢みたいなことわかる？好像梦一样的感觉呢。来，下一首歌我为各位带来《如梦似幻》，谢谢。夢であるように，就这种感觉呢。对，然后。我没想到，就是我们最后要拍大合照的时候，阿兹基桑他主动展示出了要一起合笔爱心的，我就觉得我真的可以过去吗？我真的可以合过去吗？然后我合过去的当下，我说。よろしいですか？いいですか？我还是一直跟他反复确认，我真的可以合过去跟你手比爱心吗？对，而且我当下真的笑到我很担心面谱抓不住我，所以我当下快点把自己弄成眨眼的形态，所以最后的那个表情就是前2天大宝老师问我说：“哎呦，朱蒂卡，你还会眨眼哦？”就是一只眼睛并起来很俏皮这样，因为我很少用这样的表情。我说没办法，我当下太爽了，我爽到眼睛已经整个是眯起来的，但是我强迫至少一只眼睛要睁开，真的太开心了，你知道吗？对，我擦一下我嘴角的眼泪，对，看到合唱就对啦，我那时候其
就是还好，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我们就跟我讲说，猪猪那个彩排的时候我们身体可以柔和一点，对，就说合唱，对，开场就算了，开场我们要炸，我们要燃烧自我，整个传成猪没关系，对，那还好我们有提醒我说，猪猪，我们就是合唱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柔美一点，因为这首歌还蛮柔美的这样子，好，对，而且也真的要到，我真的那时候已经要到睡觉时间，已经真的开场已经燃烧殆尽了，然后接下来又是最后的合唱，真的已经快没电了。对，但还好身体幅度不用动得太大，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轻轻柔柔的结束这样。地心引力抓不住黄立行，面不抓准。对，牛妈，对，Bill 可以，牛妈你太了解我了，牛妈我知音。对，你说其他人都有3D 动态的经验，迪卡才刚起步，所以他们比较知道怎么弄。对，就还好，他们知道说我是一个动作跟肢体语言比较丰富的猪啦，就是说我有一些动作我尽可能去把它多样化，所以他们反而会去压我说有些东西不要动太过去，但是可能有一些艺人要引导说你可以动得再大一点，我们把它动起来，不要害羞。但我的话反而是要被压制的那个，就猪这个再收一点。对，就跟我唱歌一样，我唱歌也是有时候不小心就会太爆，就胸声啊或者是丹田会太有力，所以现在我要学的唱歌的部分反而是要收一些细腻的部分。对，所以就是整体就是很享受现场演出的一只猪。对，可能只剩下电影级的3D 动捕能抓住 Judy 卡。好，我们希望我们之后这个 IP 可以真的经营到真的有电影级的3D 动捕的这个里程碑，好不好？对，就是回家一定是没电躺床。对，思思，我回家其实是没电了，我刷牙在晃神了。可是刷牙晃神当下，我们的专辑其实那时候也是差不多要收尾了，所以我情绪也是很紧张，想说有什么东西要确认的。然后特别就是在饭店很宁静的那个晚上，又觉得想要把我们的那个时候的专辑从头到尾听一次。然后所以我那个晚上已经公费追星完了，心情澎湃完了，已经没电了状况下，我还躺在床上想说稍微再听一下我们的专辑。结果听到天蓬元帅的时候，又整个内牛满面，你知道吗？然后情绪很激动，忽然就 send 了很多，就是很同步，很像天蓬元帅的那首舞曲的滨崎步的那些曲子，快点给达宝老师，让他知道我多澎湃，让他知道说我多么的感谢。对啊，真的反复的让自己不断蓄电，只能不断蓄电。只看大家表演中多感动。真的假的？燃烧神教，平常那么爱跟我讲干话，你有哭吗？对，说和平爱心，真的啦。我那时候还问他，我真的可以过去吗？我有问过了，我很不好意思，我真的是我何德何能，可是就真的比了，而且我还单眨眼，我好爽，超爽的。对，板南线 BL 是没错。不要小看白头发那位，他也是很破吗？你说蒂儿吗？我知道，我知道。对，我跟你们讲，偷偷跟你们说，我这次公费追星，蒂儿有帮我烫刘海啊，好开心，超开心的。因为怎么讲？因为我是一个，总之我是生活太忙，所以其实我本身就是可能保养品或者是一些美妆用品就是非常非常的简约，就是我可以去买，可是我会尽量带得很简约。对啊，所以就是我是觉得我一直以来我都是黑长直，所以我就觉得说整理这些东西只要方便简单就好了。对，但是我觉得蒂儿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少女力爆棚的一位 V， 她就看着猪猪，然后她当天就说猪猪你的刘海长度够了，我帮你卷一下，她就直接帮我用她的给息帮我卷刘海，好开心。对，就是好开心哦。反正就各种公费追，1星追2星追3星，你知道吗？超爽，就完全就是感谢公视爸爸公费让我追到好多星这样子。对，而且奶奶真的也是超可爱，我真的觉得好赚哦。对，就是身为姐姐的我真的好赚，你知道吗？超赚的。对，然后手机打开 VR 漫画，就不信你还会晃来晃去吗？我跟你讲，我会屏息以待，看他们的分镜。我这个叫学术参考，对，看分镜之外，还看他们画的某个地方。我说的是眼睛，对，我们这个是学术参考，知道没有？紫金留言以来晒，只觉得我还不过瘾。
兴奋，更没有做萨瓦国家，真的，我那2天真的是完全呈现就是一个迷妹，对，山谷哈士奇还有波波轮，阿西基是比较像。不要太羡慕我，我真的觉得我何德何能呢、真的。对，我不要剪头发了，我的刘海从今以后不剪了，我不要再剪妹妹头了，我现在就去把它留长，这样子。我们买到现场票啊，只有买线上的，谢谢，线上也希望你们可以有感受到，就是我们这次很努力的演出。对，不管是猪猪还是蒂儿还是兰兰，大家真的都拼尽了全力。对，我这次真的很开心，就是其实这次有看到不同样貌的蒂儿跟兰兰，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运，他们真的都是很棒的人，而且好可爱，就是不自觉看到他们会嘴角上扬，真的会露出姨母笑，你知道吗？所以我那2天我的颞颌关节是很酸痛的，因为不自觉的一直在姨母笑，对，就是看着他们就觉得好可爱。就是好可爱，然后就只有好可爱这样子。然后唯一没有姨母笑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跟导演在check，就是说我开场的部分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我应该怎么讲。好，我现在确定中文要这样讲了。好，那日文翻译的部分我要这样讲。OK， 对，就这个部分可能没有办法嘴角上扬的状况下，其他全部都在嘴角上扬。对，觉得很棒。安口曲的部分的确呢，我觉得可能主办有一些考量的关系啦，对，所以对可能就对比较可惜一点，对。要看到什么小渡轮，什么小渡轮那是什么东西？小渡轮这个猪猪就没有涉猎到小渡轮那一幕，嘿，这迪卡的唔知呀，喝个水。就是一个幸福到整个人都没的朱迪卡。可是幸福归幸福啦，我们其实那2天的工作强度基本上大家都是非常的燃烧的，对，因为其实你看在我们过去以前有很多细节，其实我们都不晓得该怎么做嘛，或者也不晓得该说什么，然后 NC 要怎么 rate， 要怎么 run 这一趴干嘛，其实大家也都是当下才知道这个状况下，其实而且又必须可能我是在开场的部分，我可能有一些东西要交付给大家，然后有些能讲，有些不能讲，什么东西之类，全部都在当天要 rate 的这个状况下，其实很燃烧热量的，所以大家其实努力在燃烧自己的脑细胞，对，所以去日本出差其实那个工作强度是非常的强，对，但是我觉得换来最后就是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太棒了，因为安可其实是现场限定吗？好像也是有这种，对不对？对，总之最后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应该主办有他们的考量了。对，明夜伊拉塞，俊伟伊拉塞去动漫节有看到迪卡哇，俊伟，谢谢你，你是不是躲在后面？有看到一个貌似俊伟的人，但是那时候已经来不及过来跟我打招呼了。现场 VIP 站位的你被猪猪的声音震撼到，那个就是我不断的要求导演说，我要重来，再重来。可以再重来吗？我还再重来一次，对，就是弄到我自己满意为止，对，我就是要燃烧喘成猪，这才是我要的，对。有个粉丝在开场前拿手机用跑马灯就是小对人真的好可爱哦，好可爱，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很边缘的VTuber， 你看就是见红就休，然后晚上也没有办法开台，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其实很多的联动就真的很不好意思，就只能委婉的就是可能推掉，或者是说希望下次再有机会这样子。但是这次有这个机会，除了我们家面线愿意就是一起支持之外，我真的感受到风铃草们或者是讯号员们开拓者们真的很暖，我真的觉得比犬大家真的很暖，我真的觉得就是好多很棒的能量都在 Chip Out 公开之后，就是收到了很多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就是我在推广台语的这条路上原来可以获得这么多，对，然后我也希望就是不只是猪猪，也希望团队的大家知道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然后我们大家真的是倾注全力在推广台语歌这件事情的，大家真的都很棒，感觉不止双赢，3、4赢。
哦，我知道，好像是那个什么二轮优儿，是不是？那位是二轮优儿，对不对？我有看到他，好有爱哦，而且我觉得他出的很漂亮，我觉得超有爱的，就是在我们像现场演出结束之后，然后他就出现在台上，但是是另外一边的台上，有看到，很像是在不知道是几楼，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对，反正就是最近就是有收到很多大家给我的一些回馈，然后我也去就是看一下那个可能这次活动大家的 hashtag， 然后看到好多好有趣的一些活动，还有大家给我的一些回馈哦，好棒哦，真的是满满的把心灵都养饱了，都富足了，真的哦，对，是优儿没错，我觉得他好赞哦。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是好棒，就是在这个圈子大家真的都很暖，真的。优舞，短暂化生成二轮优二，对，而且我们的小巫先生也在。小巫先生他分享的那张照片，刚好是就是在开场的时候。其实你们知道吗？因为怎么讲？毕竟我开场嘉宾的部分，其实跟3位主要嘉宾的宣传是分开宣传的嘛，因为我们这边是属于公视这边的宣传，对。然后不过霹雳爸爸这边也是有陆续，可能不管是帮我们开场嘉宾，还是主要3位主要的那个算是歌手做宣传，其实两边都会有帮我们，就是算是穿插做宣传的部分，对。但是像我之前，我并没有跟大家讲说，就是可能猪猪开场的时候，请帮我切成紫色，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主要的嘉宾，所以我也没有在任何配信或者是在 Twitter 的时候跟大家宣传说，我开场的时候请帮我刷紫色哦。就这个，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要留给主要的唱歌的嘉宾，例如兰兰或者是蒂儿，或者是我们最重要的阿紫 K， 对，所以我并没有跟大家要求说我出场请刷紫色，对，我想说我就好好的把这个很炸的、很燃烧的开场交给大家，我的算是工作就结束了，还要好好的叮咛大家，别当老呀，阿姆哥也当黑熊这件事情好好的传达就好了。我很感动的是，现场的大家愿意为了我切成紫色，这个也是我非常感动的一环呢。谢谢你们愿意为了我切成紫色，就是那个紫色，我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我这样想到，我觉得好感动。就是特别是对，因为小巫先生他去的那个当下，然后分享那个照片，刚好是猪猪开场。我看到整片紫，不只是小巫先生这边，还有面线他们在 DC 就不断的帮我更新分享，我唱到哪一首歌，然后现场状况怎么样，照过去真的清一色紫色，我看到超级感动，真是头皮发麻对，我觉得谢谢你们知道我的本命色不只是香菜，还有芋头。在那个当下，谢谢你们愿意变成芋头。对，反正就是好感动，尤其是卡夹的那一刻，整场紫，卡夹的那一刻已经整场紫了。对，所以我真的太多的感动在这一场了啦，太多了，谢谢你们，整场的紫色，我太感谢了。而且还要特别感谢大家，就是我们面线有抽到票的，或者是不知道是不是面线的状况下，我在那边还是有看到有人带着 75C 的应援棒过去，就是之前猪猪，哇，这真是老面线了，猪猪不知道在出道一两年出的那个我们牛妈替我们加持的那个 75C 的那个文字的那个打扣棒，谢谢有带过去的你们，真的都很感谢。叫你要录吗？早就录了好不好？在我们第2帮猪猪烫刘海那一刻就录了。当天不洗头。打赌输了，请专业 cos 帮忙一定要的啊，追生大哥。我妈大福老师，我这次的开场以专业的我们这个老师来讲，给猪猪打几分呢？大福老师，我是拿手机用跑马灯哦。好，不会是我们燃烧神教，可以好不好？可以，专业粉丝可不能让自家的啊！谢谢你们。所以我其实很感谢当下，不只是我们面线，还有讯号员们，还有风铃草们，还有很多的开拓者们，你们真的都好暖哦！我真的觉得大家怎么都这么暖，对，你们真的很棒，都很暖。对，忘记带了没关系，我们希望未来还有更多
就是可以让我把这些台语歌传达给你们的时候啊，泡泡龙最后几排都看头，只好开启了最后结果你在现场看直播是不是？达成现场看直播证我知道好像也是有些观众反映说，就是在后面看不太到，就是可能表演者本身这样，只记得那个应援棒第一次出场就是毛不和刚来的时候，天哪，真的已经是真的是已经泛黄等级的面线才会有的耶，知道不好？有迪卡的应援棒吗？迪卡的应援棒像在我家还剩下零星的3支，我觉得它非常珍贵。再看看啦，我觉得那之后的，对了，我们这边还有一些零星的周边的通贩，未来是确定交给四季图的 AO 替猪猪进行，但是我觉得最近大家太忙，他们也才刚结束那个动漫节，然后我这边可能有一些尾牙奖项要寄出去的状况下，未来就是可能过年后会请 AO 帮猪猪开一个专门的那个通贩卖场，任何有零星的东西就放上去，对，不管是新货还是现货还是零星要出清的1-2个的，对，那些全部都会放上去猪猪的平台，然后再麻烦阿欧那边四季图那边帮猪猪出货，这样肯定是100分嘛，大布老师，我们金曲认证，我们的音乐老师大布老师，谢谢你的认证。现场看直播超过4DX 的感动哇，很会讲大布老师，我希望我们不只是卡夹，我希望我们所有专辑的歌曲在今年的金曲奖都可以获得很棒的成绩，这个是我最近一直去烦那个二爷跟土地公爷爷，但是二爷我跟你讲，土地公爷爷已经被我烦到不想给我任何的杯了，你知道吗？但没关系，我还是说好，谢谢土地公爷爷让我问，我知道你觉得很烦，但是也谢谢你对我的保佑。对，土地公爷爷他已经被我问到不知道怎么给我杯了，对，他完全不想回应我了。但是二爷这次给我的回应让我觉得很感动，对，但是我现在不能讲，就先这样。等到我们未来有一些好消息什么之后的，希望有好消息啦，希望真的是有好消息的状况下，我再好好的分享这样。打扣帮在脑子里都是收藏品这样，那你们可以多买一个啊，对不对？现场看手机是100分哎，谢谢，不就好险那只充气。充气地胶们是不是那个什么蓝蓝的那个？是不是蓝蓝那个好可爱哦，超可爱。音乐棒的话，没错，它是刚来的时候，真的，天哪，已经这么久了，哎，孩子到了，薄荷，原来你已经这么大了，看着你长大，猪猪好欣慰啊，看着你也上上下下，不知不觉也领蛋糕了。虽然说你那4个月是我们趴趴熊加持的，不过也感谢你上上下下8个月。哎，孩子大了，空巢期了，不是，应援棒。好啦，可是我觉得未来要出应援棒的话，我们不会再复刻，我觉得我们可能再出一个就更新的款式，让大家再来做一个选购这样子。就是 Play One 的第2次线下活动啊！对，天哪 ，Play One 好有历史悠久，救命，超级历史悠久。那是线下你手上好像有一个方形的应援棒，却没有迪卡的应援棒，方形的应援棒。可是我记得我的应援棒也是方形的啊。讲到应援棒吗？有事先订购阿兹基之前专场的应援棒，本来想说会是这样，但卡天哪，卡在海关，我天哪，只好作罢。那他是最近才到吗？还是说干脆就不要了，就是放弃了这样？然后把神明烦到我跟你讲啦，我从去年我们专辑就是要制作的时候，我就一直去烦神明啦，我就一直烦啦，真的啦，就是有想到什么事情就其实只要跟他们报备就好了。但是我真的就是很皮，你知道，我就是过去跟他们讲完之后，我想说还是想问一下，再问一次就好了。可以再确定一下这件事情吗？拜托，再一个行杯。对，最后就是土地公爷爷，就干脆就不要给我杯，不要给我任何杯，叫我不要再问。该飞了是什么大这我不好说。对 ，Play One 也超久的 Play One， 下个版本的应援棒应该是嘛？按了会发出嘟嘟。我们再来研究，好不好？我们再研究。我今年度想要就是玩一些比较台味十足的一些周边啊，你看我们的槟榔袋都已经做出来了，超台好不好？对，
我们就要无所不用其极的抬。虽说是槟榔带，但是我们没有提到任何的槟榔字眼，你看多么的风雅，好不好？我们的牛妈来自于又是我们牛妈，又是我们大牛妈，好不好？特选生草 DIKA 专业精烹，然后我们左手边并不是槟榔树，是香菜。那这个香菜呢的分店大高雄店、工业店、大港店，您看看，远看以为是槟榔带，近看一个槟榔字眼都没有，你看这个多厉害！我们再细看，来，行政院卫生署并没有警告，订阅迪卡会引起各式数学功能障碍及忍受主播手癌不耐症。我只能说，能写出这个警语的，就只有我们的资深美编牛妈，就只有我们资深美编牛妈很懂警语该怎么写，该怎么臭猪猪，你知道吗？写着真的是又臭又让我认同，就只有牛妈，好不好？土地公好麻烦的人，我就麻烦怎样？我就是很麻烦怎样？我们这个槟榔带会使用在我们2月份的高阶会员回馈哦，也就是说，2月份的高阶会员回馈，我们是即将在猪猪从日本回来的3月初制作，然后这次也涵盖着很多很多逼朋朋，他们居然对于我们这次的台味爆表的这个槟榔造型的点心有兴趣耶，你看我们槟榔带都已经准备好了，对他们说哦，猪猪要台的，我要这个很台哦，好，我要台的，我槟榔造型好，我要这个，他们真的是超捧场哎，对。然后不嫌弃的话，2月份如果想要再续约我们高阶会员，或者是你想到初见，然后就觉得很有趣，就觉得600块太贵，想成为3200、3800会员，都欢迎，现在随时可以加入。本频道又迎来一位新的高阶会员了，电先生，在我今天开台以前有冒出头，但现在应该要回去工作了。谢谢你们，这次就不要就是收到好多能量之外，还迎来了一位新的高阶会员，好开心，对。超帅！大姐，你今晚应该被 heal 困了吧？对不对？对，薄荷大了，没错，大了。什么大？我不好说。跟三哥的芦笋汁一样，远看对。对啦，而且也要感谢三哥这次帮我们加码。不过三哥这次加码的芦笋汁，目前就是没想到就是大家这么踊跃的替猪猪加码，很多很多 V 朋朋可以收到那个高阶会员回馈的状况下，但是我细数一下。高阶会员回馈要寄出去给 B 朋朋的那个经济芦笋汁已经不够了，对，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收到芦笋汁的部分，基本上是我们前十奖项，就是已经既定好的前10奖项是确定是有经济芦笋汁可以收到的，对，但之后加码就是不好意思，经济芦笋汁可能不够了，对，但是一样我会倾注我的全力，把我的这个槟榔造型的点心送给大家，以及就是选择我们那个。这个月的好吃的这个青花椒香菜芋头塔的这一些，对，刚好你有抽中我们这次尾牙奖品的，也一起把芦笋汁放进去了，或者有些芦笋汁我是分开寄的，像薄荷的跟飞雪大哥就是分开寄，对对对，所以最近大家帮我注意一下，可能那个店到店，可能你有1个或2个的这个包裹，绝对不是诈骗，是朱棣卡，好不好？对。你们发出了战斗妖精，我们骂人不带脏字是基本，是不是？我们这个槟榔带不提到任何槟榔字眼，这也是基本的，没错，不愧是我们牛妈，我们这个 sense 之好的，好不好？对，我们御用美编牛妈，下次请带好料过来再回答。可是我这样每次去找土地公爷，我都会带好吃的啊，我都带很好吃的饼干呢，跟麻薯，可是就是把杯就把不到杯，他会觉得我很烦，不想给我杯了，好像可以耶。第二那边有一个超强的粉，做出4汤圆音效按钮，可能在等授权，真的假的？好屌哦！那我们真的可以做出那个嘟嘟嘟的那个生产周边吗？按下去要怎么发出砰砰的声音啦？是砰砰，应该是嘟嘟嘟吧？好，总之这些有音效的应援棒居然是有办法实现的，救命！然后太厉害了吧？是吧，大姐？牛妈出发了，战斗要求不是我们草草土地公挑食，不是？等一下，草草你去拜土地公了吗？草草该拜了，你有没有拜？而且土地公有挑食吗？草草，你们家那边土地公有挑食吗？我觉得我们家这边土地公，我觉得他应该不算挑食，他只是被我烦到不想回我，他只是被
我烦到都不想理我了。可能土地公吃腻了，换一样公品这样子。可是我每次带过去的公品都不一样对，饼干麻薯吃腻了。可是我觉得不晓得为什么大家每次去祭拜土地公，一定就是带上麻薯，然后可能土地公的生辰，或者是可能初一15是不是也是拜土地公？我看大家清一色都还是准备麻薯啊。我一直在想说土地公会不会吃腻但是很像反而就是你不拜麻薯，土地公会是不理你。真的很爱吃麻薯我在想新竹有一家要喝仙草蜜的，是不是？什么啦？有可以的音效，那这样子很吵超吵的。土地公什么只分吃跟不吃好稳。家土地公喜欢吃一枚小泡芙，真的很好吃。我现在跟你们聊到，我现在好想吃我现在好想吃一枚小泡芙，这个我等下再去一美门市买一下。而且我最近很爱吃他们的草莓，小时候是很爱吃那个牛奶口味，但是长大之后不晓得为什么特爱吃他们草莓，超好吃，酸酸甜甜的。真讲，草，我这个是这次带过去那个去日本出差给那个 Holo 那边的欧米亚给。我还带了台湾味面膜，但是我不是带那个咸酥鸡口味的，我是带卤肉饭口味不是卤肉饭，我是带那个芒果冰口味跟珍珠奶茶比较甜的，比较可以被接受的口味啦，对，才不会给人家留下就很奇怪的印象。所以这次台币怪怪的，下次不要合作。恰恰伊拉塞，薪水强到报道伊拉塞。交大土地公仙草蜜就是喝不腻，好屌带就是麦香立顿家那个3包乐事吗？我觉得我们家因为不喝麦香，所以我很少买奈香。然后听说喜欢吃甜甜的东西吗？对啊，就是甜甜的土地公喜欢吃甜甜。黑巧克力好吃吗？好吃，超爽的。猪猪安，结果周一我没有跟猪猪猪猪老师，对，我记得很像那个到别摊去了之类的，没关系，你可以把自己 P 上去。对，日本人超爱的，对，像最夯的好像是蓝莓，是不是？你说小泡芙的蓝莓口味吗？小喵喵，然后草莓的化工香甜吗？其实我觉得益美做的已经比较没有化学味了，它是我喜欢的那个草莓的味道，因为其实我很讨厌吃那个台湾的草莓果酱。台湾有一排出的那个草莓果酱、蓝莓果酱跟那个什么橘子酱啊，它就是价钱就还蛮便宜的，然后那个真的就是化工草莓味，对，这个我就比较没有办法，但是我没有办法讲名称，我会被告。对，我的小泡芙也都喜欢拿去冷藏它会就是发出 QQ 的口感，对，敷了都卤肉味，那太饿了吗？我觉得上次跟大家开箱那个卤肉饭口味跟那个咸酥鸡口味，完全不会饿它完全是把我的房间整个弄成都9层塔跟卤肉饭的味道，完全不饿完全就是我的脸被滋润了，但是我的嗅觉整个麻痹了，对，我的嗅觉麻痹了。我不知道小泡芙有出蓝莓口味对。果酱我其实不太会主动吃，对，因为我其实对于比较化学味重的果酱没办法。但是益美小泡芙，我觉得这个已经做得很棒了，它的味道很赞咖啡的部分我很爱吃，他们咖啡口味 OK， 可是蓝莓我是不是也该去试一下益美小泡芙的蓝莓口味？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出了香菜口味啊？我一定捧场到爆，香菜口味赞的。哎呦，肚子好饿肚子饿了。好啦，时间来到了3点38分，谢谢你们今天陪猪猪后日谈。对，我今天就是比较想说专心的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可能日本出差，然后我们当下忙了些什么事情，对，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就是嘴角上扬的一些细节，就是非常多收获的一趟日本出差，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就是对于台语歌这些歌曲有办法站上这个舞台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还有免费的开头片段继续持续回放在那边，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
对，因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然后如果我再加上唱歌的话，我觉得很像有很多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好好的交代，就趁今天的后日谈好好的聊一下，对。益美然后免费工商赚烂了这样子，对。然后益美泡芙的草莓也很化工好不好？但它就明显不像对啊，我觉得它很诚实，但是又是好吃化工，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没有错。对啊，所以我觉得益美它算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一个品牌啦。开太辛苦了，对。然后除了 Triple O 之外啊，然后也再次恭喜我们的团队拿到了我们这个全球音乐奖的肯定。对，就是当下可能我比较看不懂英文，没有办法给予就是太多情绪价值，但是之后我知道了之后，我也真的是感动到不行。对，主要是也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原创曲不容易，台语原创曲在 B 圈的推广是更加的不容易，所以我们这次可以有这个机会把卡甲站上去报现场传达给大家之外，我们在去年的12月24号也做出了猪猪首张的台语专辑，是真的也是半年把这个高规格的这个专辑炸出来，非常的不容易，对。然后很开心可以在2026年的开头，然后拿下了这个全球音乐奖的肯定。那我们更希望这个好彩头可以延续到今年我们第3期届的金曲奖，我们希望可以入围，有机会入围多项，去走个红毯啦，好不好？请神明加持，对，我还是会继续反神明，一定要，好不好？然后都是一拜2盒，一定都黑巧跟奶茶真的吗？我都是一定会拜那个草莓口味，因为我自己也很爱吃，对。谢谢你们大家，我们今天后日谈今天差不多，而且我真是一聊也快3小时，到底我真是超会聊的，这是朱蒂卡，谢谢你们。对，然后不嫌弃的话，在猪猪开台的时间也可以常常过来玩，特别是中下午的时候比较好找到我，而且要平常日哦，假日基本上找不到哦。对，就是一个太边缘，然后太过于什么？那是什么？公务员系，对，过于公务员系的朱蒂卡。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可以降落的老婆有谁呢？可以降落的老婆有谁呢？好，我们去找。这次笑着跟猪猪说：“猪猪，我好想收到你尬词版本的回馈，可笑了。”这次笑了也是我们福利熊暖冬送暖的其中一位 V 鹏鹏哦，而且也是笑着跟我讲说：“猪猪，倒不如说我一直很想收到吃看看，请让我收到。”他真的超可爱的，因为拜的这2种口味是你家土地公喜欢的口味，所以会一种搭配啊，原来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每次拜的都很好吃啊，可是我是宝贝一直问到土地公他不理我了，可是我还是会继续烦他，对，我还是会继续烦他。对，肖乐在打比赛没错，我疲れ様了，谢谢你们。那我们现在切片尾咯，然后没有意外的话，明天猪猪是安排那个唱歌的部分哈，明天我们真的就来好好的唱歌哈。OK， 我们现在来切片尾咯，切。谢谢大家。对，今天可以跟大家好好聊聊Triple O的，不管是出差还是演出彩排，然后各种为什么产成猪之类的，真的都好好玩。重点是爽啦，我好开心哦！这次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公费追星朱蒂卡，赞啦！谢谢大家，明天见哦。